好，大家好，咁啊歡迎有一次再翻嚟啦。咁我哋逢星期一晚，咁啊準時7點半鐘，咁啊星期一嘅善哉講座嚇。咁我哋講《華嚴經》啊，《華嚴經》嘅入法界品啊，53參善財童子，咁啊相當於60去到80卷啊。如果係80卷華嚴嘅話，亦都相當於40卷華嚴嘅全部啊。咁啊重點咧就係點樣入法界嘅。咁啊換句説話講咧，就唔係搞理論咁簡單啦嚇。咁啊基本上係講方法嘅。不過啲方法咧，同我哋真言宗所要求嘅啊，甚至係變成一種好標準嘅儀軌，人人都可以修咧。咁啊，仍然有層次上面分別啊。不過咧，其實已經係去到講方法啊，叫入法界啊。咁入法界咩意思咧？即係我哋入咗一個所謂法身境界。咁啊，換句説話講，所有存在的啊，都係同我哋同一個源頭啊。凡存在都同一個源頭咧，咁人生咧有一啲唔同嘅嚇，人生有所不同啊。咁所以呢個入法界品咧，其實已經去到方法啊，咁啊，今期咧我哋繼續去講一個主角啊。呢個主角咧，佢個篇幅比較長嘅嚇，咁啊篇幅比較長，其實佢包含咩用意咧？咁啊係第3個夜神出現啊，咁啊大家知道啦，呢個咧就係菩薩十地嘅第3地啊，發光地。咁啊呢個咧其實啊，到底啊咁長嘅篇幅咧，就我哋盡量去完成佢。咁所以咧就有2個輔助工具，一個咧就係 video 比較精簡嘅，咁啊基本上我未睇嘅，因為咧。video 咧佢個 size 有限啊，咁所以咧就自然有佢個局限性。但係咧去到 PowerPoint 咧比較詳盡一啲嚇，咁啊我哋睇個 PowerPoint 同埋 video 之後咧，再讀原文咧，大家咧就會勢如破竹㗎啦，咁啊感覺到非常之有效率啊。咁我哋咧就先睇一睇個 video，我哋先去片先啊。咁咧就正式開始啦。咁呢個咧就係將會出場嘅主夜神啊。歡迎來到今天的深入解析。好，我們直接進入主題吧。今天我們要聊的這份文獻真的非常特別，它是來自《華嚴經》第532頁開始到545頁的精華內容。這裡面記載了一位叫做喜目觀察眾生主夜神的故事。喜目觀察眾生啊，喜目觀察眾生，最完整但同時又最精要的最強開示說法哦。今天我們會帶大家一層一層地撥開這些不可思議的古代智慧，保證非常精彩。在開始之前，我想先請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你遇到一位超強的終極導師，但他從來不會對你說教，也不會強迫你用他的方式去學習，相反的，他會完全根據你現在的狀態，直接變成你最需要也最精神的一個方法。精準的給你當下最需要的東西。今天我們的重點就分成幾個部分，首先是尋訪喜目夜神，接着去了解他的普賢狀解脫門，第3是超酷的毛孔中的無限化身，再來看看他怎麼把這變成10波羅蜜的實踐，然後回溯他跨越解數的過去式，最後總結一下適應力的現代啟示。所以好完整啊，成個流程好完整一個本尊啊。轉化成我們日常生活中絕對用得上的實用觀念。好的，我們先來看第一部分，尋訪喜目夜神求道者的到來。這一切的開端要從一位充滿熱情的年輕求道者說起，也就是善財童子。從這份西元7世紀的原典文獻中，我們可以看到他一路尋師訪道，最後來到了喜目觀察眾生主夜神的面前。他想要做什麼呢？其實他的目標很明確，就是要找到一種無上的覺悟和解脫的方法。這份古老的文字非常生動地記錄了他求法的前程，這就是一場跨越凡聖相遇的超凡起點。接着進入第2部分，普賢狀解脫門，這是一個宇宙級的展現。那麼，當善財童子終於見到這位夜神之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各位，我們現在必須要把視角拉遠，拉到超級大，去感受一下這位夜神那種令人震撼的宇宙級尺度。經文裡說，夜神向善財童子展示了他所證得的一種神秘境界，名字聽起來很厲害，叫做大勢力普賢狀解脫門。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簡單來說，它動用了一股極其龐大的宇宙力量，而這股力量的唯一目的，竟然只是為了廣泛的去創造喜悅，讓一切眾生都能得到心靈的解脫。也就是說，他深知如果要教導別人，第一步絕對是先用無比的力量，讓對方感到開心和安心，這就是他所有行動的基礎。
再来是第3部分，毛孔中的无限化身，也就是超级客制化的同理心。我必须说哈，这里真的是整段新闻最让人脑洞大开的地方。如果用我们现在熟悉的科技来比喻，这简直就像是一套最高端、最先进的全息投影技术，或者说，这是一个专门为了展现慈悲而设计的超级客制化演算法。经文里生动的描述，这位夜神能够从他全身的每一个毛孔里面，直接释放出无数的化身。他不仅能说出千百种不同的语言，还能变成人类、天神，甚至龙主的样子。他可以扮演各种职业和社会角色，甚至还能投射出像海浪声、地震声这种大自然的音效。哇，做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100%的去适应、去契合每一位听众当下最微小的喜好跟需求。这真的是适应力的极致表现。经文里有一句夜神亲口说的话，我觉得直接切中了核心：以种种方便，令诸众生生欢喜心，惠而益欲。这句话的关键在哪里呢？就在于他的教学方式绝对不是死板的，他用的是极度灵活的方便法门。他不去逼迫你立刻听懂多深奥的道理，而是先惠而益欲，也就是先顺着你的渴望，让你打从心底开心起来。其实这才是引导别人最聪明的智慧，对吧？好的，那我们赶快来看看第4部分，直波罗蜜的实践，也就是实用的行动蓝图。看完前面那些惊人的化身能力，你可能会想，哇，这些宇宙魔法也太遥不可及了吧？但其实，如果我们拨开经典里那些充满诗意跟华丽的词汇，你会发现在这些眼花缭乱的意象底下，竟然藏着一套非常地气结成的，而且结构超级严谨的行动蓝图。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极致的同理心绝对不是那种虚无缥缈的感性发现，它是有系统、有步骤的理性实践。那它到底是怎么把这些宇宙魔法具体操作出来的呢？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表格整理。像是透过布施，他去满足大家物质跟精神上的各种需求；透过持戒，他把自己变成一个完美无瑕的榜样。那遇到别人的恶意攻击怎么办？他就用忍辱去承受，完全不会生气或自大。然后他还展现了精进，用那种几乎是不可阻挡的满满能量，去把人拉出苦海。最后是用禅定，靠着绝对宁静的专注力，帮大家消除内心的焦虑跟恐惧。你看这套系统是不是超级清楚？直接把高深的境界变成可以照着做的行动步骤了。接着我们来看第5部分，跨越结束的过去式，进入深度时间的维度。听到这边，我想大家心里一定都会冒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天哪，要练成这种等级的大神，到底需要多久的时间啊？根据文献后面的记载，这种成就真的不是1-2天就能达成的。在很久很久以前，一个叫做寂静音节的时代，他那时候还是一位名叫相壮的国王。他在功德海佛的面前发下了最早的誓愿，然后呢，在接下来无数个宇宙纪元里，他又跟着无数的佛人不断地修持己心，在今天经有无数的他才变成了现在大约好大鱼啊！係啦，紙巾啊，係我 boss 講。时空观里面根本就是一个大到让人发抖的数学尺度，大概就是数百万甚至更多的宇宙生物。这真的很震撼的一部作品。想要培养出这种极致的同理心和完美的适应力，背后需要的是多么夸张的耐心和坚持。这条路没有捷径，完全是靠时间跟心血累积出来的。最后来到我们的第6部分，适应力的现代启示，谈谈现代应用。聊了这么多宏大又不可思议的古代智慧，我们把镜头拉回现实吧。这到底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其实这根本彻底重构了我们日常跟人互动的方式。你看，我们平常很容易陷入一种僵化的沟通，总是不断的想强迫别人接受我们的想法，理解我们的观点。可是夜神示范的宇宙级同理心刚好相反，它是主动去改变自己呈现的方式，去完美的配合对方现在的处境跟需求。这哪里只是宗教哲学，这完全就是最高级的沟通心理学和领导力法则啊！在今天的解析结束前，我想留给大家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去思考：
没错，我们是凡人，我们没办法像夜神那样从毛孔里投射出什么无限的化身或大自然的声音。但在今天，不论是在职场还是生活中，你可以怎么稍微调整一下自己的形态，换一种沟通的方式，去更好的理解并且引导你身边的人呢？希望今天这段关于喜目观察众生族夜神的精华解读，能给你带来一些全新的灵感。这份古老的智慧真的很值得我们在生活里好好体会。感謝大家今天的參與，我們下次嘅解析再見咯。好，多謝我嚇。咁啊，上一期嘅主夜神咧，我哋咧基本上講咗，不過咧個有啲計中啊冇讀。不過咧，我進入新嗰個主夜神先啊。咁因為咧其實咧好多相似之處，咁啊重點咧就係咧啊呢一個特別完整啊，特別精彩。我哋咧就去個 PowerPoint，我呢度用個 PowerPoint，一路用經文嚟講。咁呢個 PowerPoint 咧就比較完整一啲嘅嚇，咁一個完整嘅系統。咁啊，即管讀讀原文先啦。呢個叫喜目觀察眾生啊。咁啊，唔係用普通嘅眼，係用喜目啊。咁呢個喜咧啊，點解又稱之為喜目啊？嚇咁啊，觀察者嚇。532頁啊。咁啊，能夠隱惡事物啊，基本上咧隱波羅蜜啊。咁啊，隱惡啊，隱波羅蜜啊。咁啊，呢個咧就係稱之為能隱啊。咁啊，甚至咧能夠送出一種所謂大勢力啊！呢個咧稱之為六種震盪啊，即係將我哋所謂嘅地獄畜生餓鬼阿修羅嘅世界全部震盪起嚟啊！咁啊，普喜啊，令到大家有喜悅嘅。嗱，呢個喜啊係幸福啊，呢個喜字啊嚇，喜悅同埋快樂啊，一個叫 joy， 一個叫做 happiness 啊。咁啊 joy 同埋 happiness 咧，基本上幸福同埋快樂係兩個唔同嘅概念啊。咁啊，快樂咧基本上咧就係有原因嘅嚇。咁啊，幸福咧就係唔需要有原因嘅。咁啊，當我哋咧回歸翻秘盧遮拿嚇，咁啊即係回歸所話講啊，認識到我哋嘅秘密啊、源頭啊，咁啊我哋咧就充滿咗一種新嘅衝破咗我哋嘅煩惱啊、凡夫嘅煩惱啊，進入咗一種所謂喜悅啊，即係好似突然夢裏邊忽然之間自己發緊夢一樣啊，咁啊幾多嘅恐怖啊，幾多嘅鬱結啊，都馬上解脫啊，咁啊所以咧普喜啊，呢個銅就係等於一個指導啊，有光明嘅指導嘅燈塔一樣啊。咁啊，呢個咧稱之為喜目觀察眾生啊。呢個夜神啊，咁啊象徵咗光發光地嘅嚇。咁呢個咧就係由歡喜地去到呢個第二個我哋叫做離垢地嚇，跟住咧就係發光嘅地，菩薩十地變第三地啊。咁啊比較完整嘅一個所謂菩薩嘅開示啊。我哋下一頁。咩話？俾個開經計嚇，呢度開經計好啊！咁讀經之前咧，先做優美動作啊！多謝辦怡令提醒我哋啊！我哋先到開經計。無上甚深微妙法，8000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願解如來真實義啦！我始終極之鼓勵大家咧去用下呢個 Notebook LM 嘅嚇，因為咧做出嚟嘅圖畫咧一方面靚，第二方面完整。我只係俾呢一份 PowerPoint 佢嘅咋嚇，呢份嘢大家手度都有嚇。咁啊，基本上咧就真係越嚟越唔錯，我覺得佢哋啊。好，前一站就叫普德淨光夜神啊，跟住咧就介紹佢去到下一個站啦，介紹咗善財童子，去到下一個站嘅咧就係菩提場嘅右邊啊，有個叫喜目觀察眾生夜神啦嚇。咁啊，善財童子咧就承接住前一位嘅夜神嘅教導，漸次遊行啊，去到呢個菩提場嘅右邊。咁啊，呢個咧其實右邊咧唔單止係所謂地理位置啊，更加係心靈境界進一步從離垢地一路邁向呢個所謂解脫嘅大海嘅下一站啊嚇。咁啊，此去不遠，於菩提場右邊有一夜神名喜目觀察眾生，與藝文啊，與藝比文啊，呢個好似黐埋咗一齊啊！菩薩云何學菩薩行，修菩薩道。我哋下一頁啊。咁所以呢個咧就係原經文啊。咁咧就係啦。咁啊，跟住落去咧就係善財童子頂禮其足，又繞無數塔，殷勤瞻仰辭退而去。呢個好正常㗎嚇。咁啊，以時善財童子敬善知識，行善知識語，作如是念嗱。通常咧去之前咧先講清楚，從上一個
嘅所謂正道者進入乜嘢狀態，作為一個 prerequisite 啊，即係作為一個我哋叫做乜嘢湯底，作為一個所謂乜嘢嘅心靈狀態可以相應呢一個所謂嘅本尊咧相應呢一個聖言啊嚇。咁啊，當其時呢個善男同志咧就係善知識者嗱，於是咧就係對於一種新嘅體驗就係咩？點為之善知識啊？點為之善知識啊？即係我哋叫示道見性嘅，即係能夠點醒我哋認識翻光明嘅，回歸翻喜悅嘅，呢個叫善知識啊！咁所以咧就講天話，善知識者難見難遇，善見是知識，令心不散亂啊！好嘅導師咧就係令到心唔散亂嘅嚇。有時我哋嘅自心內善知識啊，所謂修行嘅成就啊，就揾到自心內善知識啊。咁呢個係壇經所講嘅嚇。咁所以咧真真正正嘅大善知識喺我哋自己心裏邊，即係我哋嘅本尊法啦。所以我哋真言中稱之為啊，咁啊自心內善知識。第二時令心不散亂啊，即係我哋回歸翻唯一嘅中心，一切事與物嘅源頭，我哋人生嘅源頭啊。甚至見善知識破障礙山，所以咧睇唔到有障礙噶啦。所以真真正正嘅好嘅我哋嘅心靈導師又好，話我哋自己心已經成熟啦，能夠成為自己嘅導師，我哋嘅本尊法啊，破除咗一切障礙，所以任何事情都唔構成障礙，除非到最後我哋真係心已經唔能夠正常運作，身體唔能夠正常運作即係換句説話講，我哋已經冇咗嗰種思想力，冇咗嗰種所謂嘅意志，咁呢個另計啊，呢個仲有我哋叫咩油盡燈枯嘅時刻咁但係起碼喺呢個時刻之前啊，我哋都能夠進入咗一種所謂破障礙山啊，見善知識入大悲海救護眾生所有偉大嘅所謂能力開發者都有一個秘密嘅，就係我哋所遇到嘅事情，點解我哋能夠堅持去忍啊？我哋叫忍惡啊嘛嚇，呢個善知識個名叫忍惡事物嚇，因為佢能夠任何嘅煩惱事記住呢個惡唔係善惡個惡唔係道德上面嘅善惡嘅惡，係煩惱嘅事嚇咁事物咁所以最緊要咧，佢做一個最佳、最深刻嘅所謂內功或者嘅方法啦，就係忍惡即係一切嘅所謂煩惱事咧都能忍能忍，所以呢個忍波羅蜜啦呢個惡即係煩惱事咁所以呢個叫喜目咁解啦所以因為事物啊嘛，事物就叫眼睛呢個叫目咁呢個咧就叫喜啊嘛，喜目咁因為能忍咁，所以咧就係能夠喜噶啦。咁所以咧呢個我哋叫能夠破障礙山，能夠入大悲海救護眾生，所以我哋係為眾生自利之後可以利他嘅，呢個就係我哋嘅唯一心法我自利之後可以利他嘅，呢個係唯一嘅心法。咁見善知識得智慧光普照法界所以我開啟咗智慧光咁大家就知道啦，智就一念啦，一念即係堅定係一個源頭，唯一嘅生命嘅使命感或者係唯一嘅目標跟住咧慧就係84000嘅呢個係好基本佛教 ABC 係唐朝嘅時間，雖然我哋而家遺失咗，不過慧能禪師咧就將呢個重複又重複咁喺壇經裏邊去示範，有時叫常行直心有時叫直心示道場，直心示淨土有時我哋叫做乜嘢自性真佛即係換句説話講，認識我哋本質上面已經自有一種所謂嘅圓滿具足嘅真理嘅覺醒真法理覺醒咁解真理嘅覺醒咁所以呢個咧其實回歸到唯一嘅聲音，唯一嘅源頭咁稱之為咧能夠得到智慧光。咁呢種智慧咧就會發光咁所以咧自然咧就叫咩普照法界，所以將我哋生命咧去照耀翻存在全體都係同一個源頭嘅話咧，都係發生境界裏邊嘅事都係光明嘅事。咁我哋叫為正與正能知之你喺呢個處境裏邊咧能夠好唔該，大家一班。我哋喺呢個處境裏邊咧，能夠發光嘅，因為我哋經歷，跟住我哋示範跟住我哋係可以超然將呢個
障礙啊，即係我哋叫呢個障礙賽咧，我哋已經成功跨越個障礙啦。咁於是係咪叫做可以示範啊？咁所以點解一陣我去個比喻嘅毛孔可以變咗唔同種種嘅化身嚇？於是講我哋人生改域啊，所以又有所謂天龍八部啊，天嘅世界啊，海裏嘅世界啊，地嘅世界啊。咁所以呢個咧基本上就係象徵咗到最後你點樣發光㗎？就係我經歷過咯，我係過來人，因為我走過來啦已經。咁所以咧我嘅説話同埋我嘅方法係有一種所謂嘅證明啊，因為我已經自證咗啦。咁所以你跟我方法咧就有效啦。咁所以呢個咧都係好理性嘅嚇。咁所以我哋繼睇啦，就係得智慧光普照法界咁樣嚟嘅。見善知識啊，識能修行，一切智道嗱。所以咧智道啊，咁所以咧你修乜嘢嘅一念唔重要，不過重要係一念。所以一切嘅藥稱之為醫道係嘛，即係醫學啊嚇。咁所以咧乜嘢藥唔重要，最緊要食一隻藥，我哋叫對症嘅藥，對症下藥啊。咁所以咧呢個咧就稱之為一切智道。見善知識，普能倒見十方佛海即係一切咧都無非係毗盧遮那都係光明遍照嘅嚇。所以咧一切嘅一切都係光明嘅，所以咧冇任何嘅我哋叫做東西可以攞走我哋對光明作為我哋嘅源頭呢一種嘅肯定呢種嘅堅定所以叫忍啊嘛能忍咁所以甚至見善知識，得見諸佛持於法輪憶持不忘咁所以咧呢個有法輪嘅法輪常住咁所以咧轉法輪咁甚至咧憶持不忘呢個咧就叫念念相續噶啦。甚至所以佢用一個無限劫嘅人生，每一期人生咧其實重複同一個故事嘅尋道見善知識即係見佛跟住正道跟住好多期人生都係重複呢個故事。咁喺一般嘅坊間喺 Internet 上面都講，呢個係好多生水先正道。實際上其實咧呢個係講永遠回歸㗎，唔係話呢個夜神好多生先正到而家嘅正道而係永遠回歸同一件事，就係尋道遇善知識跟住正道係嘛。咁所以咧其實大家知道咧喺做用緊人工智能實仍有佢基本少少嘅不足之處咧，就係咧有時佢個湯底味道太濃，冚走咗原先嘅味道。咁所以咧呢啲因為佛教裏邊咧個輪迴思想就太強大㗎啦，大家都睇成咧永遠嘅時間嘅延續，其實永遠時間裏邊回歸重複同一個故事咁但係咧因為呢個聲音咧喺中國佛教界咧就冚咗嘅，咁所以咧喺人工智能所做嘅，大家知道有少少微細嘅東西要自己修改。不過呢啲咧我哋時間關係咧我就唔修過去啦。不過話說回來，咁所以作是念已，發意欲危，起目觀察眾生夜神所是起目神加善財童子，令知親近善知識能生諸即係加持啦。呢個咁嘅神力已經加持咗啦令到親近善知識咧能生諸善根，增長成熟所以咧呢個叫近朱者赤所以親近善知識咧就能夠咧增長善根呢個善根就唔係凡夫嘅根凡夫叫六根六根喺煩惱裏邊嘅。一到去到善根呢個善就冇煩惱咁解啊嘛所以咧成為菩薩就叫冇煩惱。所以咧有時我哋嘅菩提心咧又俾個名叫普賢心嘅。如果係《華嚴經》，因為係普賢行願咧就叫肯定到毗盧遮那境界，我哋叫知極跟住咧一切眼前事物咧都無非係毗盧遮那所發現出嚟嘅一種考試，所以叫無自性所以叫知極無自性。所以咧有時有菩提心叫普賢心，我哋叫普賢行願咁所謂呢個咧令呢個好多令知乜乜，令知乜乜，令知乜乜乜乜所以先開竅咗先即係有種相應共鳴所以呢個係另一個 prerequisite令知親近善知識能修助道具係嘛。所以親近善知識咧先能夠聞法或者叫聞思，跟住可以開始修法聞思修正咁令知親近善知識能起勇猛心因為咧有我哋跟從一個過來人，佢已經走過來啦嘛，所以我哋咪可以有好勇猛去做咯。咁如果你唔係走過來嘅，即係你嘅方法唔一定 work 㗎。於是我哋咧就冇一個信心唔夠勇猛
咁所以呢個勇猛心呢個咧就一句講晒啦嚇。咁我哋跟呢個點解個念佛可以念到我哋叫做咩啊？無量光嘅，即係無量功德，甚至係不可思議。有啲人念極都冇用嘅咧，就睇你有冇一個師傅啊。而你個師傅係好精進念佛而得嚟咧，佢嘅人生已經印咗你嘅啫，你嘅腦海裏邊啊，深刻印喺腦海裏邊啊，活現咗一種所謂不可思議嘅人生已經嚇。咁所以點解我哋講傳承？呢種重要就係等於我哋嘅所謂呢個傳承嘅一個歷史裏邊咧，一定有啲勁人係出現過咧，令到我哋充滿咗信心嘅。譬如我哋學習呢個詠春，我成日都講啊，其實大家知道詠春嘅招式真係唔係套路咧，所以係傻傻地。你睇佢做嗰啲動作嘅時間，你硬係好似覺得冇乜料到咁嚇。咁但係咧，真正應用打交嘅時間咧，又幾實際嘅嚇。咁啊，所以呢個咧就稱之為能夠勇猛心咁樣嚟嘅嚇。令知親近善知識咧，能作難壞業啊！即係換句説話講咧，已經不動搖啊。對於呢個佛嘅事業啊，呢個行業啊，令知親近善知識，能得難伏力啊，好難降服噶啦。即係換句説講，無能勝啊！令知親近善知識，能入無邊方啊！所以咧，無遠不屆啊！所以咧，基本上冇一個地方我哋唔能夠契入啊。相應呢個所謂毗盧遮那啊！令知親近善知識，能久運修行啊！呢個咧就永遠回歸啊，永遠的循環啊，或者叫輪迴啊。永遠回歸咧，佢叫 recurrence 啊，英文叫infinite recurrence 啊。咁咧就唔係 incarnation 咧叫輪迴，就係靈魂論啊。如果 recurrence 咧就重複同一個結構，所以每一次重新創造我哋嘅七識，但係回復重複同一個故事啊。咁令知親近善知識咧，能辦無邊業啊！令知親近善知識咧，能行無量道行道啊！令知親近善知識能跟住所謂無量嘅先係無上啊！對於我嚟講，最好嘅道就係為之無上正道。咁無上正道咧，又稱無量道啦。因為咧，當我去到終點嘅時候，睇翻轉頭咧，條條都係路。當我透過一本經正道嘅話咧，我知道可以透過一本正經嚟正道，不論你係用咩經。咩經唔重要，只要你行，定係一本經裏邊嗰本經都係講緊一種所謂最強大嘅生命嘅願力啊，開發人生嘅我哋嘅轉化啊嘛嚇，將一啲難嘅人生變翻做光明大道啊。咁所以呢個咧亦都係講緊記住所謂無量嘅先，你唔好俾呃咗啦。無量即係我哋學無上法啊，呢個係壇經嘅慧能禪師講咗噶啦。咩為之學法門無邊誓願學啊？就學無上學最上乘法，或者叫無上法門啊。咁令知親近善知識，能得速疾力呢個真係馬上佢哋一個跳躍咁樣速疾力就唔需要拖嘅，唔需要話去到未來嘅幾多劫之後嘅普藝諸剎能夠進入咗佛嘅生命，呢個叫佛剎進入咗佛嘅剎土咧，就能夠見佛能夠成佛咁所以咧，佢係無量嘅人生故事去講呢件事情佢一陣講嗰個劫咧，佢一劫兩劫三劫，又講十嚟做一個單位，因為十就係《華嚴經》裏面象徵完整嘅亦都象徵咗去個十劫咧，亦都象徵咗真如十地嘅，即係每一劫都係平等去到證到真如嘅咁所以咧，一定又用十，所以好長嘅呢個53參裏邊咧，就長短不一咁呢個比較奇怪啲，有啲好短嘅，有啲53參咧啲文字好少，一啲都好長嘅令知親近善知識，能不離本處遍至十方三嘅境界是善財童子第句遂發是念是親近善知識所以咧呢個咧繼續講啦，由親近善知識咧可以乜乜，由親近善知識可以乜乜咁所以呢個咧我哋即管讀埋先，因為一氣呵成由親近善知識，能勇猛勤修一切智道；由親近善知識，能速疾出生諸大願海仲要係有願嘅由親近善知識，能為一切眾生盡未來劫受無盡苦為眾生受苦為眾生受得苦，呢個叫願行願否則嘅話咧，我哋咧遇到唔開心嘅事難事咧，我哋好唔開心嘅咁我哋就覺得好艱難嘅。於是咧，我哋就開始好消極面對，又有恐懼裏邊甚至產生咗好多嘅我哋嘅顛倒夢想即係諗成日喺度諗啲唔好嘅嘢，我哋都心想事成嘅咧
如果我哋恐怖裏邊啲人諗啲唔好嘅結果咧，唔好結果就不定去勾召緊嘅咧。當我哋嘅心啊同我哋個思想咧係完全共鳴啊，即係話我哋真係好恐怖，然之後諗啲嘢咧個結果就真係好恐怖。咁於是咧我哋共鳴相應咧就創造一個最恐怖嘅人生結果㗎啦。所以大家呢度咧，如果大家仍然習慣自己唔敢肯定自己死嘅時候點樣樣，老實人點樣樣咧，持住咒諗下光明嘅。啊，有一個係永遠都唔老嘅佛或者本尊咧，我哋留意下先嚇。收你個不老傳說啊，可能係喎。呢個吉祥天女應該都唔會老嘅，anyway， 咁啊，係嘛？因為佢係以美麗與幸福作為佢嘅三味爺型，幾好啊！吉祥天女啊！咁啊，不過翻轉頭啦，即係自信啊！我哋就算係離開呢個世間之前咧，都係最美麗、最幸福嘅狀態底下，幾好啊！咁啊，由親近善知識咧，就能夠披大精進甲啊，於一微塵中說法，聲遍法界。所以咧，呢個叫精進啊，精進波羅蜜。由親近善知識，能速往一切方海啊，方便嘅法海。由親近善知識，於一無恐怖，盡未來劫修菩薩行。由親近善知識，於念念中行菩薩行，究竟安住一切智地啊！所以咧，一切智地啊，即係一致啊！由親近善知識啊，能入三世一切如來自在神力諸莊嚴道。嗱，莊嚴就係宗教性啊，可以有神變加持㗎嚇。我哋心所想嘅事就成了，呢種叫莊嚴啊。咁啊，呢個咧由親近善知識啊，能常遍入諸法界門，即係入門啊嚇。咁啊，能入到唔同嘅法界，即係換句説話講咧你要修咩經，要證咩道，都能夠證到㗎啦。由親近善知識啊，常緣法界未曾動出，而能遍往十方國土。咁啊，基本上啦，爾時善財童子發是念已，即藝起目觀察眾生夜神所咁呢個咧就開始啦嚇。咁見彼夜神在於如來道眾會道場坐蓮花狀獅子之座。咁入大勢力普起同解脫。呢個咧就係大勢力普起同啦。嗰時咧，我哋即係睇下呢個我哋嘅好朋友Gemini 啊，咁咧就係喺佢咧就開咗一個店鋪叫做 Notebook M 佢個 Notebook M 咧，佢咧就點樣消化呢啲文字？我只係俾咗呢張文字，佢就乜嘢都冇㗎啦。咁等陣時啦，咁起目觀察眾生喺所謂夜神裏邊作明燈同埋所謂嘅悲智啦，悲智雙運悲智嘅洞察者。咁呢啲我哋可以改嘅啲字，不過我冇改到啦嚇。咁起目joyful joy 就叫幸福啊。咁以極度嘅歡喜柔和。呢個柔和就係能忍嚇，能忍不帶批判就叫忍。忍波羅蜜就係唔帶批判嘅忍柔和即係呢個叫首先我哋擁抱先，即係我哋叫做唔會推開，唔會憤怒，唔會怨嚇。我哋恐懼嘅時間就推開，我哋憤怒嘅時候更加想推開嚇。咁推唔開嘅時間，你可以開始越嚟越折磨自己啦嚇，直至到真正我哋叫咩出現咗所謂地獄同埋畜生道情緒向下盤旋一路無能為力改變嚇。咁呢個咧就係開始唔接受光明開始不能夠即係對越嚟越消磨咗自己對光明嗰個可能性嗰種嘅我哋叫咩信望愛三德裏邊個望呢方面消失咗我哋唔再有希望，唔再希望咧就係一種叫地獄境界咁甚至咧自己不能夠自主咁呢個叫畜生，地獄裏邊嘅畜生。咁所以呢個咧由憤怒嘅阿修羅變咗地獄裏邊畜生，呢個咧嘅畜生咧，呢個係因為憎就係所謂想推開啲嘢㗎，係阿修羅嚟嘅。所以好多時我哋遇到唔開心嘅事咧，就先好嬲先嘅，又嬲自己又嬲點解係自己又嬲點解係即係個世界點樣針對我咁之後咧就去到最後咧就由呢個情緒向下盤旋咧，由呢個阿修羅變做地獄同埋畜生。阿修羅、地獄、畜生嘅三者結合，呢個咧就變成一種非常之強大嘅障礙啦，遮咗光明。今天咧先進入個狀態，我哋唔推開，唔推開係嘛？唔推開，亦都唔需要刻意擁抱。今天我哋只係乜嘢係一種所謂柔和，唔帶批判，唔帶批判咧又唔使推開，又唔使攬住所以呢個咧就係首先我哋處喺裏邊認識佢先咁所以咧
最後咧，極度歡喜，我哋心裏面仍然係光明嘅嚇。我哋有正所謂光明嘅信仰嚇，修行係由信仰開始嘅。佛經係一個信仰嚟嚇。有時就話你聽點樣呼吸啊，點樣成嗰啲，全部如果你冇咗個中心，冇咗個毗盧遮那作為我哋仰望同埋我哋堅信啊。反正佛教就講嘅一切唯心造，應觀法界性，宇宙嘅真理嘅本質性就係本質本性嚇，一切唯心造。所以你嘅心裏邊咧肯定翻光明嘅話咧，人生總會轉咁所以呢個咧其實所以極度歡喜就係等於毗盧遮那噶啦，柔和不帶批判。呢個咧叫做眼光，所以咧呢個起目眼光嚟看待呢個世界呢個唔係盲目嘅樂觀係基於洞察實相。我哋一次又得，兩次又得，三次又得，算我哋叫逢凶化吉咁所以呢個咧就我哋叫咩？山窮水盡而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已經係變成我哋一次、兩次、三次人生嘅際遇咁你嘅知道人生咧有時有啲人咧偏偏咧其實經常都遇險，但係經常都有貴人㗎。咁呢個咧八字有睇到嘅呢個大家有冇做咗啲咁嘅經驗㗎？即係經常都要遇險，但係都有貴人啱就可以幫自己過到關㗎。呢個一樣你一次兩次過關咧，開始嚴格上嚟講對自己人生咧遇到危險嘅事嘅時間咧比較容易建立起信心，比較容易建立信心咁調翻轉如果你次次都係經常屋漏就更遭連夜雨嘅，一次兩次三次冇事嘅，最後都會俾人害嘅咧。咁調翻轉遇到好少嘅事咧，我哋已經過分地太多回憶憶念好多嘅不幸咁所以呢個咧大家知道啦，係洞察實相即係真係體驗到咁第二個咧就係觀察。觀察呢個字唔係睇表面㗎咁運用無礙智慧精準識別每一個眾生嘅根基煩惱同埋要求佢哋觀察咧就係我亦定喺一個發光嘅位置呢個就係睇所有嘅心，因為所謂觀察眾生就係觀察自己心裏邊嘅幽暗恐懼咁從而之中咧，其實裏邊只要我哋能夠能忍同埋以發光光明嘅視覺去睇呢個世界嘅話咧，都能夠創造一種所謂我哋叫咩神變咁所以呢個咧，既然係咁嘅話咧，我哋都重點就係咧，我哋能夠認識到因為我哋係過來人，咁所以我哋認識到當事人嗰種嘅心經歷緊嘅一種所謂幽暗絕望恐懼咁所以咧，我哋就能夠精準地去講所以呢個咧就叫做説嘅話咧，能夠比較引起對方情感上面嘅一種所謂好似你知道搔不着癢處係咩態度咧？就係總之我行嘅地方你又唔勾到唔行嘅地方你係咁周圍勾就唔行都變埋行咁真真正能夠係過來人嘅話咧，我哋一句説話咧就好似撳掣咁樣就係觸動到對方心靈深處嗰個情緒嗰個區域咁所以咧最能夠令到對方有感覺到一種所謂嘅我哋叫做乜嘢我哋叫瑜伽啦，即係大家互相一種所謂共鳴叫做瑜伽，即係一種所謂共鳴咁所以知道你係真真正正係即係叫體貼又好，即係咁啱搔到癢處體貼咁甚至咧開始有種所謂嘅我哋叫咩分享一種所謂嘅我哋將痛苦分享出去咧，痛苦少一半跟住咧我哋對方將光明分享嘅話咧，光明就增加1倍咁所以咧過來人呢個所謂嘅正道嘅咁將光明嘅方法送出去咁於是咧呢個憂苦嘅眾生就將自己嘅嗰種嘅際遇能夠將苦同人分享苦就少一半將快樂同人分享咧，快樂就增加1倍啦呢幾好，呢條數幾好做點解唔係調轉嚟嘅？苦同人分享之後，苦就少一半，之後大都順嚟嘅大都順即係我哋係淡化咗、溝淡咗所以點解女士講完嘢之後會開心好多咧？問題冇解決，不過咧嗰種嘅壓力已經少一半咁係將光明嘅説法講出去咧，我哋心裏邊又好歡喜喎都咁所以咧就多1倍真係幾好咁所以呢個咧叫觀察咁夜神呢個咧就無畏眾生喺最迷惘、最痛苦呢個叫無明生死長夜所以呢個係象徵性嚟咁透過所謂嘅呢個所謂夜神象徵無明，象徵我哋嘅無明，即係我哋以為自己從無始以嚟都冇光明啦，唔係從光明中來啦，即係唔識我哋嘅源頭
被人認識我哋嘅忠心啊。咁所以呢個叫無明。咁啊，用漫漫長夜盡的無明啦嚇，咁所以叫夜神。咁啊，今次咧作為呢個所謂夜啊，但係今次作為神咧，就係有個光明作為引路嚇。咁所以有光明引路嘅。咁啊，唔係住喺如果好，我哋叫做乜嘢啊？有好多人對於佛教嘅體驗嘅理解啊，好低處檔嘅，或者對於呢個宗教嘅體驗好低處檔，就係以為一信宗教之後咧，人生咧就完全係白色嘅嚇，冇任何嘅唔開心啊，甚至咧人生從此咧就係點啊？自我感覺良好啦，打坐啊、修行啊，病為心三道，自我感覺良好啊，自覺成佛啊，唔掂世事就得㗎啦啊，唔掂又唔見人啊，又唔投入啊，總之嚟講咧就自我感覺良好。嗱呢個咧就係叫涅槃啊。佢今天咧用呢個白晝啊，白天，所以最偉大嘅就喺夜裏邊見到光啊。咁呢個咧就象徵咗人生。人生就係喺漫漫長夜裏邊啊！人生因為仍然係生住異滅啊嘛，生老病死啊嘛，咁所以一切事物都係變化裏邊。今天咧變化裏邊能夠有光明啊，就係真真正正修行嘅秘密啊！下一頁，所以呢個咧就係所謂嘅起目嘅觀察夜神啊。跟住咧有10種嘅威德㗎嚇，呢個咧10種威德啊，咁啊。動力、願力、悲心、廣度、不退、圓滿、莊嚴、法門、超越、普現啊！咁啊，跟住讀落去啦。頭先我哋所講嘅勇猛勤修一切智道，速疾出生諸大願海啊！頭先讀咗嘅親近善知識，你有10種嘅威德，10種嘅威德啊，10種嘅威光啊，10種嘅功能啊！咁所以頭先我哋啱讀咗嘅咁所以咧有動力嘅勤修一切智道能夠生起大願海出生諸大願海，所以所有東西我哋願翻嚟嘅悲心為一切眾生盡未來劫受無邊苦為一切眾生咁所以咧未來劫咧我哋都繼續同眾生同一苦海不過咧我哋能夠脫苦海咁之後咧能夠教其他人都脫苦海，渡一切苦厄啊嘛。跟住將呢個揾啲同行者啊嘛，你想玩呢個杜甫克嘅遊戲，我哋就格低同行者啊。咁所以呢個咧就係所謂悲心。跟住咧所謂廣度披大精進甲音聲遍法界，頭先讀咗嘅甚至不退轉嘅於一無道盡未來劫修菩薩行每一無每個無孔嘅有個化身咁係咪好似經過無限劫啊？其實每個無孔嘅化身出嚟嘅故事都係相同㗎，係嘛？使啲預善知識。跟住學到，跟住有方法去所以將方法送出去俾同一苦海嘅眾生咁圓滿究竟安住一切智地，究竟安住一切智地呢個叫圓滿大家都能夠終極認識到我哋已經係安住喺所謂嘅源頭不過點樣能夠做到㗎？智用一念咁最後咧能夠成為莊嚴莊嚴記住宗教性嘅莊嚴超離咁我哋叫堅尼地仲有堅尼地嘅莊嚴能入三世一切如來自在神力莊嚴度所以呢個咧唔單止呢啲人生證到有呢一種所謂嘅超然或者叫超越呢個所謂嘅世間苦樂嘅一種人生嘅正道甚至咧能夠通三世過去永遠、未來永遠透過呢個呢啲人生去證我哋過去永遠同埋未來永遠咧，呢個係真係好高嘅一種所謂心法大經叫一得永得啦有時我哋叫一剎那係通過去同埋未來嘅9世三世咧，大家又唔好以為前世、今世同埋下一世，三世係講時間嘅永遠㗎三世因緣即係永遠嘅因緣係過去永遠，過去就一世，過去就稱之為一個世世即係時間嘅時間嘅劃分未來咧係一世，盡未來世即係未來嘅時間無窮又稱之為未來世，所以唔係一期人生嘅，係無限期人生嘅過去同埋現在世一期人生或者而家呢個當下咁所以呢個莊嚴咁法門上能遍入諸法界門，所以入門都要有法有方法嘅似我哋入呢個法門
超越啊常緣法界未曾動出啊，經常都係法界裏邊有足夠嘅緣啊，令到我哋認識法身境界嘅條件啊，呢個叫常緣法界嚇。要認識到呢個世界有光明啊，要證道咧，一定要經歷乜嘢啊？經歷苦咯。呢個逆真上緣啊嘛。煩惱嘅柴先可以燃點起光明嘅火焰啊。越經歷過苦楚障礙咧，個火焰越光明嘅，同埋我哋故事越能夠照耀其他人啊嘛。咁所以呢個咧稱之為常緣法界咁解。咁喺《楞伽經》咧就係講要成佛咧有所謂9個緣，即係條件啊，有唔同嘅條件都要就嘅時間咧，你先可以證到啊，證到啊。跟住咧就係普現能遍往十方國土啊，所以呢個咧稱之為任何嘅時空我哋都可以出現㗎啦。於是佢用個象徵性啦，就係無空嗰邊出現喺唔同嘅時空裏邊啊。咁所以咧最重要咧呢個就係親近善知識所能夠得出嘅10種威德啊。咁善財童子因為深明此理所以咧就能夠引發呢個所謂夜神放光加持，因為呢個叫放光地啦嚇。好，再落。咁於是咧，佢嘅所得到嘅力量叫做大勢力普喜同解脫門啊。因為叫話呢個圖都唔錯啊。呢個圖咧叫銅就係頂端擺到高高的照耀嘅，能夠引導所以我成日都講高高的怪山上面嗰叫銅咁所以呢個銅嘅字咧 banner 因為記得呀，高顯同埋引領擺到好高嘅，好似個燈塔咁引領大家嘅咁所以咧，好似戰場上面高舉嘅旗幟吹服諸魔軍引導眾生能夠出離生死苦海向無上菩提邁進。咁如果大家跟過嗰啲鴨仔團都知道啦，攞支旗嘅時間你哋唔會走失係嘛？佢嗰支旗人群裏邊你見到支旗就 OK 啦咁所以呢個咧都係銅嘅，另一個變身咧攞住支旗。另外咧，中間呢條柱由個底座開始去到最高啦，最高就係個銅咁中間柱嘅中間咧就叫做普喜 universal joy 呢個幾好呢個喜就係幸福universal 即係完全係冇唔喺裏邊嘅universal 一切都係普遍普遍。咁所以叫做轉化結果啦唔單止拔苦，甚至能夠給予究竟嘅安樂，絕對安樂所以就叫 joy joy 係叫做究竟嘅安樂幸福。幸福係冇條件可以唔有任何條件都係幸福嘅。有啲人咧身在福中不知福嘅即係基本上咧已經係大如來裏邊喺光明裏邊成日都覺得自己係好絕望其實好多人都係自尋煩惱嘅，有多人都係自尋煩惱嘅，其實睇唔到自己有嘅，自己其實我哋每個人都有好多。咁師父有時講得再白啲如果我哋仲可以有飯食嘅話咧，其實所有煩惱都係自尋煩惱嚟嘅。基本上咧，簡單嚟講，我哋活着就係一天嘅啫嘛就好地活好呢一天好地活呢一天。咁喺一天裏邊咧，我哋心裏邊好絕對地打開，然之後咧就做我哋應該做嘅。因為我哋喺世間上面社會家庭甚至係我哋所謂文化。我哋都講緊學講緊經都算係文化嘅活動嚟㗎咁所以呢個咧就係盡我哋自己人生應該有嘅功能。咁天生我哋一日養我哋一日只要我哋仲係有功能嘅話，咁呢個都好基本㗎以呢個作為基礎信念都幾好㗎。天生我一日就養我一日，因為我仍然發揮功能所以只要我一日有功勞嘅話，就應該有足夠嘅福德啦嘛咁所以呢個叫功德力以我功德力。咁令到十方眾生都能夠一齊生起呢個所謂清淨歡喜心清淨兩個字啦絕對唔有煩惱嘅叫清淨遠離恐懼同埋逼迫逼惱咁底座叫大勢力摧伏堪忍所以首先要堪忍，或者叫能忍一切都係能夠忍波羅蜜裏邊。咁無論眾生嘅煩惱幾咁頑劣啦，即係我哋心裏邊自心內眾生不論係幾多嘅壓力幾多嘅我哋叫做乜嘢令到我哋好恐懼嘅東西都好啦。菩薩皆能心不動搖所以我哋咧菩薩作為我哋嘅中心我哋唔動搖呢個中心嘅，我哋嘅願力中心
咁所以咧無能毀壞嚇，呢個無能性有時叫做即係唔會戰勝到我哋呢個 part 㗎啦。呢個係我哋嘅肯定力嚟嘅，三位爺啊。之後咧就能夠轉化嚇，能夠具備只要有呢個條件創造到嘅話咧，就能夠具備轉化一切逆境嘅絕對勢力，所以叫大勢力或者叫大勢至，就叫大勢至嚇。咁所以咧呢個咧點樣象徵佢有絕對嘅呢種嘅説法，呢種嘅威力呢種光明咧就係坐喺個蓮花狀獅子之座咁進入咗呢個所謂嘅大勢力，普喜同解脫咁你下一頁。入大勢力，普喜同解脫，於其身上一一無孔，出無量種變化身。今次咧呢個 Notebook LM 真係好乖因為咧我淨係俾個頁數佢咧，佢基本上係冇遺留嘢咁所以一一無孔裏邊啦。今次我哋睇翻啦，呢個再重新另一個方式去講清楚呢個上中下游，我覺得呢啲幾好再擺埋喺度。咁一無孔出無量種變化身，隨其所應我哋叫相應咁以妙言音記住係説法㗎我哋去説而為説法，普攝無量一切眾生，皆令歡喜而得利益所以咧我説法令到對方歡喜，説法係令到人歡喜咁令到對方咧甚至係能夠有利益。咁呢個咧解脫門嘅運作機制，安住法界同埋普應群機頭先所講啦，就係相應眾生嘅需要嘅完美嘅聯動。喺上游咧就入諸佛，跟住我哋會讀到㗎啦上游咧，因為係一個好長嘅又係佢點樣變成無量嘅化身上游咧就係入咗佛嘅法界，安住喺平等無相嘅法界體性成佛威力，心清淨如虛空所以我哋心靈深處永遠都有呢個部分上游下游咧就係隨類化現㗎啦，因為我哋心靈深處咧有好多所謂嘅無量無邊嘅所謂眾生相我哋心靈深處好多眾生相咁所以咧從裏邊咧就能夠以神通力化現出無量無邊眾生呢個咧就係將呢個所謂我哋絕對嘅法界力同埋我哋而家嘅眾生無邊咧加埋一齊咧就呈現咗所謂嘅神變加持，呢個叫從法身思量即是化身所以呢一刻嘅化身咁所以化唔化到咧就睇我哋呢一刻就可以表面可以見到㗎啦，已經自己心中有數，人家都見到，所以咧神通力化現出無量無邊嘅方便善巧所以咧呢個叫方便善巧。有冇一個固定嘅法㗎呢個叫84000嘅處境咁我哋咧有唔同嘅方式去超越而家眼前嘅障礙咁所以咧稱之為無邊嘅方便善巧。不過中心咧得一點就係我哋即係建立咗我哋嘅所謂一念堅定嘅一個所謂唯一嘅心法目標終極價值真理咁所以咧呢個真理用一句説話嚟代表咗所謂人生點為之光明咧？對於我哋嚟講，對於我哋自己點為之最光明嘅人生？我哋要成就啲咩先稱之為世界成就咧？我哋要成就啲乜嘢人生故事先稱之為讓個世界成就，先至稱之為我哋人生真係發揮咗光明花壯世界咁所以呢個咧滲透每一位嘅眾生嘅生活情景啦，即係我哋自心內眾生。咁對外都一樣我哋能夠有一啲同理心嘅對方咧，有時我哋一句説話特別能夠觸動到對方心靈深處，能夠開始互相共鳴所謂共振能夠同一個共振嘅話咧，於是我哋就能夠將對方產生一種所謂嘅驅動力所以同體大悲大悲就同體咁解㗎啦。呢個核心就係我哋揾到個共振位咁所以咧就能夠推動一切嘅行動驅動力不忍眾生苦發起拔苦與樂嘅堅固誓願。咁所以裏邊咧我哋自然所有都係緣我哋經歷過經一事長一智咁所以經一事能夠幫對方長一智因為我哋經歷過，我哋過來人再落去呢個咧就係菩薩一生嘅一個毛每一個毛孔咧就創造一種所謂嘅象徵性一個處境裏邊嘅化身所以有無限咁多毛孔咧就有無限咁多化身所以呢個化身咧要隨其所應隨住呢個處境嘅眾生相應咁
咁甚至咧以妙言音説法，最後咧要説法，一句説話，一句真理光明嘅説話送出去，係嘛？咁啊，最後咧就叫咩啊？充滿十方一切世界，所以十方世界都有呢種東西㗎啦。咁所以啊，呢個咧夜神我哋已經咁讀落去啦。呢個夜神嘅境界打破，用表面上面打破晒空間同埋嘅數量嘅限制啦，實際上就係我哋每一刻每個剎那同埋咧，我哋每期人生加埋晒，我哋一期人生加埋晒咧，就係有無窮咁多嘅無孔發生㗎啦嚇。咁啊，所謂出無量化身雲啊，有時我哋叫雲雲嘅意思即係遍滿即係我哋叫咩？滋潤滋養滋養眾生，充滿十方一切世界，説菩薩行煎波羅蜜於一切於是咧開始講十波羅蜜㗎啦嚇。我哋十方世界啦，於是展現咗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嘅重重無礙世界啦嚇。咁啊無所不到，咁啊點樣到㗎？於是咧開始講十波羅蜜嘅。咁我哋下一頁。咁呢個咧又係好完整啊！將呢頭先個版再做一次啊。身體咁啊無量化身雲，每一個毛孔出現咗無量變化，隨其所應而化現啊。跟住咧用聲音語輪所以咧用妙音説法咁啊能夠因為每一個毛孔一個化身，就有無量咁多個發音普攝一切眾生，唔同嘅人需要唔同嘅説法所以我哋見咧就對於唔同嘅人咧，有時係講唔同嘅説話，因為我哋了解對方嘅進度了解對方嘅心性所以我哋講嘅説話都唔同所以就算同一個命我哋批評嘅時間對方講嘅説話都可以唔同因為呢個咧就係睇下對方當其時嘅處境咁最後啦，個身語意意咧就係我哋要重新建立咗由肉體小我肉體同世界對立噶嘛去到一個堅固嘅源頭所以我哋為大家為眾生而嚟嘅，咁所以呢個咧叫大悲堅固心所以呢個咧就義物真我建立好真我咁所以咧於一切眾生前忍受惡逆，心無疲憊，常起大悲拔苦之念呢個咧就所謂願力變成一個願力就係我嘅源頭呢個先係真我。有時咧叫意生身嘅，《楞伽經》咧第3卷一開始叫意生身，意志所生起的身體。咁呢個意志咧其實等同於所謂本誓願啦，有時叫本願每一本佛經咧，每一個我哋叫咩造神運動佢嘅神格化咗一種所謂理想嘅心境界嘅擁有者咧嗰啲叫佛菩薩咧，有時叫願力。但係呢個願力呢個字咧，古代譬如《楞伽經》呢種翻譯咧，用意，其實呢個意咧就係所謂意志咁所以呢個意志所生起嘅身體咧就取代咗我哋一小我身體，所以呢個意咧係第7識嚟㗎由自我眾生自我變成所謂大我咁呢個三者所謂身語意咧就唔係獨立運作㗎咁所以同時顯現嘅。好，下一個係咪？呢度有其實係裏面係佢其實咧，你又講得啱嘅。其實咧呢個咧身體就最容易啦就係講你具體行為咁所以呢個咧就變成無量嘅變化應隨其所應而化現出嚟嘅。呢個係物質世界嘅事啦語咧就的而且確係講發音嘅，呢個的而且確係相應，所以咧就唔難捉到嘅。係呢個意咧呢個意輪呢方面咧就係佢下邊應該都有嘅身語意咁否則嘅話咧就佢都有佢嘅就係叫咩華嚴經因為身語意喺佛教裏邊叫 ABC 嚟嘅身語意業、身語意物三物咁所以咧佛教裏邊叫 ABC 嘅，咁所以咧有身有心字，有言音，有所謂身體咧就一定有意嘅，即係身語意咁所以呢個佢自己去顯現出嚟又唔定咁呢個咧你問得好不過反正我覺得佢做得好啱，所以咧我哋咧就提升佢好，跟住落去啦。一個毛孔裏面咧就示現啦，跟住讀嘅文章咧就好長噶，因為佢咧就真係去到呢個本尊咧，失驚無神咧就好長嘅篇幅之前有啲好短嘅，你記得自足臨終觀自在都好短㗎觀自在菩薩道好短嘅啫嘛。咁所以呢次咧，佢又講晒所有天界
究竟梵天啊、善見天啊、無雲天啊，跟住八部天龍八部嘅世界啊，去到甚至係咩地神啊、水神啊、火神啊、風神啊，呢啲咁嘅身體都提到嘅，就讀經嘅時候嚇。咁啊，所以象徵咗不拘泥於特定嘅形體。嗱，呢個重要啊，所以咧打破咗所謂顯教嗰種所謂大教皇思想。大教皇思想咧係方便政治操控㗎，因為我俾咗個我哋叫咩啊？如果係喺一個所謂佛寺裏邊做個大主持咧，如果係當地嘅最大佛寺咧，等於當地最高嘅官員係平等㗎啦。咁如果你係所謂首都啊、皇城啊裏邊嗰個所謂皇家御用嘅佛寺做嗰個主持嘅話咧，呢個等於一品大員㗎啦，等於國師級㗎啦嚇。所以大家知道咧呢個僧階同埋官階都係相通嘅，所以就形成咗喺政治操控裏邊咧，就最好我就幫大家吹噓一個所謂大教國師嚇，於是咧大教皇思想其他啲咧就收編喺呢個國師底下嚇，咁所以叫 hierarchy 建立個 hierarchy 所以咧就自然啦，由嗰個我哋叫做乜嘢官階一樣，僧階都好似官階一樣由個大嘅僧階去指揮嗰啲細啲嘅僧階嘅出家人用乜嘢嘅口吻去説法傳法咁所以呢個咧就稱之為大教皇思想。咁呢個同出家我哋嘅佛教嘅原意即係所謂嘅小嘅團隊一齊去生活去正道去到所謂嘅我哋叫做咩眾生都可以成佛呢種我哋去到《華嚴經》《妙法蓮華經》呢種思維咧，我所謂第二次宗教革命第二次宗教革命甚至係第一次講眾生都可以做到我哋叫咩念力嘅修養，成為一個偉大嘅人生呢個咧其實相對背道而馳嘅。咁所以呢個咧由中國再傳出去其他國家嘅佛教咧都係一樣噶啦所謂嘅當其時屬於未係民主思想啦，咁所以咧都係操控得好緊，咁所以一樣係好高級嘅僧先可以修一啲好難嘅法咁所以呢個日本去到其他東南亞國家，由中國傳出去嘅佛教都係咁樣噶啦，大教皇思想咁但係真正咧，其實今天叫民主社會咁人人都係學法咧，呢個最中意上師呢句説話噶啦，咁所以咧就反正係呢個先至相應，呢個先相應大乘佛教，甚至相應呢個毗盧遮那成佛第二次起革命不過翻返出嚟啦，菩薩不拘泥於特定嘅形體為使眾生生係歡喜心咧，呢個夜神能夠模擬宇宙間一切存在嘅樣貌，令其喺最熟悉嘅形態接受引導再落咧，咁於是咧就我哋講其中一種貪着五欲嘅不持戒嘅，於是菩薩點樣化現所有眾生一切受苦嘅菩薩點樣化現，同埋有治療目標我哋繼續讀下邊嘅問題，有治療嘅目標即係換句説話講咧你嘅病咩樣，於是咧我哋化現成為乜嘢嘅藥物，跟住治療目標係咪？呢個係幾邏輯咁我哋知唔知道原文係化現唔同世界嘅人睇下治療目標啦，跟住去十波羅蜜嘅後邊。好，我知唔知道讀原文先咁結下緣先。所謂出無量化身雲充滿十方一切世界，說諸菩薩行瞻波羅蜜於一切事皆無戀着，於一切眾生普皆施予呢個係布施波羅蜜嚟嘅，其心平等，無有輕慢，內外悉施，難捨能捨呢個咧其實布施波羅蜜。佢下邊有10波羅蜜嘅，再落下邊睇下下張先。呢度個次序佢亂咗少少，再落一張。呢度有10個波羅蜜嘅，一開始先講布施波羅蜜先嘅咁基本上咧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又出等眾生數無量化身雲，充滿法界，普現一切眾生之前，說持淨戒無有而缺。呢個咧就係所謂嘅持戒嘅波羅蜜㗎記住持清淨戒最重要，我哋叫菩提心戒或者叫普賢行願嘅戒，或者叫普賢嘅心嘅戒咁呢個咧，只要大家有一個所謂肯定，大家係從正道中來肯定自己係從呢個毗盧遮那中來，我哋呢期人生咧充滿咗行願力嘅話咧，
咁自然就有晒其他所有嘅我哋叫咩啊？諸惡莫作啊，諸善奉行啊，所謂嘅三罪戒啊，咁啊，所以啊呢個咧大家知道最終極就係肯定到生命有一個真理嚇，咁呢個咧自然其他戒就具足㗎啦。咁所以呢個咧叫持戒，所以啊能夠忍受世間嘅苦，能夠具足正法就係由呢個肯定我哋嘅源頭，肯定自己。咁啊其實咧呢個就稱之為開悟位嘅頓悟㗎啦嚇。咁啊悟咗之後就起修咧，呢個叫正法。未曾悟所修嘅咧，全部都係叫外道嘅法嚟㗎嚇。因為你被尋回歸到中心，被人知道道理啊，都叫外道嘅法啊。咁啊，所以咧呢個咧就係持正戒，無有缺犯，修諸苦行皆悉具足，於諸世間無有所依，唔需要捉住啲咩嘢嚇。於諸境界無所愛着，所以呢個咧，因為我哋會認識到所有都係平等啊嘛，因為一切咧都係一種所謂光明嘅考試啊，證明我哋過到關。咁所以咧，越大嘅考試，我哋越能夠證明自己與眾不同啦，充滿咗力量啦，即係叫世界盃係嘛？咁去到世界盃、世界級嘅話就好強大㗎啦。咁入到16強嘅話已經好勁㗎啦。雖然嗰啲勁隊都俾人踢拋出局啊。咁啊，所以呢個咧就稱之為於諸境界無所愛着，說在生死輪迴往返，說諸人天性須苦樂。嗱，呢個係咪相應啊？所以先嗰啲具足說正法啦。咁啊，說諸境界皆是不淨，說一切法皆是無常，說一切行悉苦無味，令諸世間捨離顛倒。所以我哋而家捨離顛倒嚇。咁啊所以先講清楚嚇。如果從光明遍照嘅立場咧，呢啲什麼叫咩輪迴啊？咩叫苦樂啊？話俾世界有所謂不清淨咧，呢個世界無常啊！呢個基本上咧都係一種顛倒嚟㗎嚇。咁啊，住諸佛境持如來戒嗱，所以持如來戒嚇。呢個如來戒即係菩提心啦嚇，呢個大如來嚇。咁啊，如是演説種種戒行戒香普分，令諸眾生悉得成熟。咁呢個咧就係所謂嘅持戒部分。又出等眾生數種種身雲，因為呢張應該倒轉咗，呢張擺前面，係頭先有兩張跟住落去㗎啦。咁佢會有其他嘅顯現嘅。咁啊，説能忍受一切眾生苦，所謂割截即係斬手啊、斬腳嗰啲嚇。隨楚即係揼你嚇，呵罵即係呢個叫侮辱啦。欺辱其心泰然，不動不亂。呢個咧就稱為忍波羅蜜啦。忍波羅蜜忍波羅蜜。咁所以俾人揼、俾人鬧甚至俾人切割個心都泰然。呢個就唔簡單啦。所以不動不亂，於一切行不卑不高所以又唔會卑又唔會高又唔會貢高我慢，又唔會係自卑於諸眾生不起我慢呢個慢咧就係所謂人天境界咧，真人富貴厭人貧於諸法性安住忍受，所以因為我哋安忍安忍不動，安住喺法性，即係我哋所謂毗盧遮那光明遍照。呢個安住我同大家講，有啲人比較安住得好啲，因為啲人天性咧，因為我哋所謂嘅正極能力比較強一啲嘅，同埋個行動力比較強一啲嘅。八字睇到㗎，有啲行動力強。你就算心裏邊信，或者一種所謂我哋叫咩聽過甚至接受但係作風照舊嘅啲人因為點解佢嘅行動力唔強咁嚴格上嚟講咧，八字裏邊咧多合咧，其實係行動力好弱嘅咧。即係我哋8個字入邊有6個字合住嘅，咁嗰啲咧真係行動力好弱㗎，即係好多嘢係諗咗嘅要做嘅，不過咧就係推唔喐自己，咁你真係無可奈何咁所以唯一就係用一種所謂宗教性、一種所謂超然嘅思想咧去 push 自己否則嘅話咧，你任由呢種嘅發展咧，咁我哋行動就好減弱。咁一樣嘅係有啲咧就好勇猛無敵㗎，所以有啲人天性咧就實際上真係唔需要宗教都可以成就輪轉聖王嘅，因為佢哋嗰種戰鬥力好強大嘅，生命力好強，生命力同戰鬥力都好強大㗎。
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都係充滿咗其樂無窮嘅。呢種係好強生命嚟㗎。呢個咧不論係習近平同埋阿毛澤東咧，其實8個字變得2個字唔同㗎咋。基本上佢哋都係天下地沖㗎，日處同時處啊，所以充滿咗種所謂好強大嘅戰鬥力嘅。啊，甚至係乾隆皇帝仲勁啊，年處同月處天下地沖啊，日處同埋時處天下地沖啊，再加埋子午卯酉啊。所以呢個咧就真係完全係獨斷獨行啊！一個所謂充滿咗一種所謂我哋叫咩啊？10大武功，即係根本上係呢種叫政治中人啊，最享受同埋最強大嘅政治嘅所謂一種所謂國力啊！所以乾隆皇帝唔簡單嘅，乾隆皇帝嘅八字咧，雍正、康熙當其時見到呢個孫10歲定12歲先第一次見呢個孫，所以證明好多孫啊！康熙12歲一見到就中意咗呢個孫啊，就叫佢入宮裏邊親自教導佢啊！呢個係最後嗰2年啊，用雍正皇帝同乾隆皇帝啊，咁所以見到，所以最後咧，其實呢個咧，如果真係你根據翻歷史考據咧，呢個叫隔代嘅選擇未來嘅繼承人啊。當其時啊，如果大家睇翻呢個歷史真真正正嘅分析咧，呢個太子其實係有幾次，因為真係太長命乜康熙太子忍唔住啊嘛，逼宮唔止一次，咁點解遲遲康熙都唔換太子咧？除咗因為換太子會動搖咗根本之外，最重要就係個太子有個孫都唔差嘅，即係基本上可以繼承即係可以守住呢個家業啊。咁直至到咧見到呢個所謂嘅乾隆之後咧，就開始係要轉啦即係轉嘅意思即係真係可以廢呢個太子啦，而佢再犯錯咁所以咧最後寫咩正大光明牌匾呢啲咁嘅故事出現啦。所以話說回來啦呢個咧所謂能夠擁有忍波羅蜜精進波羅蜜呢一個咧係真係好強大嘅生命，有啲人係自然就渾然天成嘅，有啲人咧就真係好難推動。咁兩者各有特色所以有時有啲人被人係屬於需要去到宗教咧，我哋都鼓勵佢哋睇多啲所謂積極正面所謂正念嘅書啦尤其是小朋友太細個，其實唔適合修行嘅。但係人生經歷一番先有先修嘛，經歷人翻身，經歷人翻經，人生要經歷有深刻經歷咧，修行先至有起勁。不過翻轉頭啦咁忍波羅蜜其心泰然於一切行不卑不高，於諸眾生不起我慢，於諸法性安住忍受。說菩提心無有窮盡，心無盡故智亦無盡，普斷一切眾生煩惱所以斷晒煩惱說菩提心即係我哋念念不忘啦說諸眾生卑賤醜陋不具足身，令生厭離所以大家咧，如果只係以一期小我人生嘅身體作為我嘅話咧，呢個係錯㗎。所以咧講翻，如果我哋冇一種所謂好強大嘅認識我哋嘅真相、宇宙世界真相嘅話咧，我哋咧真係唔會偉大嘅咧，同埋我哋真係唔會過關嘅。遇到真係終極一啲考試嘅話所以今天令到我哋唔好執住呢個小我嘅人生所以令生厭離。讚諸如來清淨妙色無上之身所以大家擁有咗絕對嘅光明遍照令生欣樂，如是方便成熟眾生呢個咧就忍波羅蜜又出等眾生界種種身云，隨諸眾生心之所樂，說勇猛精進修一切智助道之法所以咧我哋叫助道法啦咁所以咧透過一經一種所謂嘅瑜伽同呢個所謂嘅一個佛或菩薩瑜伽，咁呢個咧就稱之為我哋真正勇猛精進咁能夠定喺一心裏邊嘛。以後我哋都係向前，係同一個方向噶嘛，唔會兜兜轉轉嘛，咪叫精進咯。幾時唔精進一時轉呢個，一時轉嗰個就唔精進啦咁所以呢個咧就我哋兜兜轉轉所以呢個精進有冇好處勇猛精進降伏魔怨最強嘅魔莫過於心魔勇猛精進發菩提心，不動不退，肯定呢個光明係我哋源頭我哋從光明中來，呢個人生活一個有所謂偉大嘅光明嘅故事呢個咧不動不退勇猛精進度一切眾生出生死海我得你都得啦呢個價低勇猛精進勇猛精進除滅一切惡道諸難
勇猛精進，壞無智山啊！嗰啲無智嗰啲咧，我哋就破壞佢。嗰啲就定力啊，未人定嘅一種唯一嘅價值啊！我哋叫做只不過係一種所謂世間嘅所謂得失計較裏邊嘅人生嚇。咁我哋可以破。因為去到終極嘅考試嘅時間咧，大家個內功唔同嘅咧。勇猛精進，供養一切諸佛如來，不生疲厭。我哋供養如來點樣供養㗎？就係透過我哋人生去證明我哋所修嘅法係有能夠突破一切嘅所謂障礙啊！究竟涅槃啊！咁所以咧呢個稱之為供養如來啊！勇猛精進，受持一切諸佛法輪啊！咁受持一個佛法，受咗之後要持住，首先寫受咗先啦嚇，跟住要持住啦。咁算係相睇，首先你大家要記到大家接受對方個微信先啦。香港唔興呢一套啊！到底係國內係咪真係好興相睇咧？你估下？我哋啲短片成日都睇到相睇，我哋當佢哋係真係有相睇。不過國內咧初見面都會登記微信，呢個係真嘅。呢個好多時間你哋啲少男少女啊，好想即係點樣講，借啲意啊，攞到對方微信之後就可以繼續有啲溝通，跟住可以輕輕見面嗰啲嚇。咁所以香港人你走埋，我想要你個電話 number， 一定唔係好人啊！係啊，國內呢個大家攞交換微信呢個文化可能真係幾好，我都覺得即係對於年輕人我意思係。不過話說回來，佢哋有好嘅條件咧，今天都費事拍拖啦。拍拖真係好攰嘅咧，所以距離呢個結婚就更加遠嚇。拖都唔拍啦，唔好講結婚啦嚇。婚都唔結啦，唔好講生小孩子啦。咁所以都係複雜㗎嚇，好複雜。不過話說回來啦，呢個咧就係稱之為我哋所講嘅勇猛精進啊！除滅一切惡道諸難，勇猛精進，壞無智山，勇猛精進，供養一切諸如來，不生疲厭，勇猛精進，受持一切諸佛法輪，我哋受持法輪啊！勇猛精進，壞散一切諸障礙山，所有障礙都可以衝破嘅嚇。勇猛精進，教化成熟一切眾生，教化成熟啊！勇猛精進，嚴淨莊嚴清淨一切佛諸佛國土，以莊嚴作為呢個清淨以我哋嘅宗教性如是方便成熟眾生又出種種無量身雲以種種方便令諸眾生生歡喜生歡喜捨離惡意厭一切欲呢個咧就係所謂嘅靜慮靜慮。咁為說慚愧為眾生為諸眾生藏護諸根，為說無上清淨梵行所以呢個咧為說欲界是魔境界，令生恐怖，為言不樂世間欲樂住於法樂禪定法樂隨其入次第入諸禪定諸三昧樂所以咧唔以世間嘅得失苦樂作為唯一嘅源頭咁你以所謂心靈深處嘅一種所謂深層次嘅寧靜嗰種幸福感覺喜悅作為快樂，所以呢個叫禪定嘅波羅蜜咁令思維觀察今日唔係思維分別啦，係思維觀察記住思維分別咧就係我哋以小我人生得失苦樂為一標準唔有一種所謂嘅超然今次咧以觀察加埋第一義，擁有咗真理先叫觀察，否則唔叫觀察喺佛經嘅立場你唔去到終極嘅真理嘅擁有嘅話咧，你睇呢個世界都仲係俾表象呃到嘅。所以真正嘅觀察就係我哋擁有咗一個堅定不移嘅人生中嘅價值，人生終極嘅道理。以呢期人生作為無限回歸都係一個好好嘅道理嚟㗎。無限回歸嘅話，以每一天呢個當下呢一刻係過去永遠、未來永遠會重新再啟動咁你啟動嘅話咧，我哋個裝束客觀世界個形象可以唔同，不過咧心是相續，即係我哋心喺咩境界裏邊經歷呢一刻同埋眾生相續，即係我哋所相遇嘅所謂嘅各人係乜嘢嘅狀態咁呢個咧其實係非常之好嘅一種所謂思維價值觀所以一刻就永遠，呢一刻究竟係咪我哋定係光明裏邊呢一念能夠證道，就稱之為當下
從化身思量，即是化身啊嘛。咁你念喺呼吸裏邊都做到呢個動作，又叫補身啊，補身成佛啊。咁所以呢個咧，大家知道啊，呢種思維模式有冇好處啊？起碼你活得光明啊，起碼你活得啦。我哋呢期人生要有承擔啊，有擔當啊，有擔帶啊，要有成就，世界成就啊，同埋出世間嘅成就啊。咁所以啊，呢個咧稱之為呢所謂最強嘅心懷啦嚇。咁所以啊又為演説一切菩薩諸三昧海神力變現自在遊戲。咁所以啊，既然係嘅話咧，我哋喺自在遊戲裏邊喺定裏邊咧先有自在遊戲㗎嚇。呢個靜即係等於定咗喺源頭啦，慮就係喺人生啊我哋能夠清晰地思慮咁呢個咧就係叫唔再係迷茫嗰啲就唔叫思慮嗰啲叫妄想咁所以靜慮咁裏邊咧先至能夠真係擁有咗所謂嘅三昧海諸菩薩嘅三昧海裏邊嘅神變神力變現自在遊戲所以神變遊戲咧一定要定住喺一個菩薩嘅三昧裏邊先可以產生出嚟㗎咁令諸眾生歡喜色悅色悅即係男歡女愛作為一個比喻係世間所產生嘅我哋叫得人生嘅所謂嘅快樂都變成一種所謂佛法裏邊嘅東西遠離諸怖畏，其心清淨，諸根猛利，愛重於法收集增長咁所以呢個咧就係對於呢個所謂嘅禪那或者叫禪定波羅蜜嘅介紹啦。又出等眾生界種種身雲，為說往詣十方國土，供養諸佛及以師長真善知識，受持一切諸佛法，輪精勤不懈。又為演說稱讚一切諸如來海，觀察一切諸法嘅門海，顯示一切諸法性海，開展一切諸三昧門開智慧境界，揭一切眾生疑海。咁是智慧金剛呢個咧就係般若波羅蜜啦咁所以咧智慧，我哋稱金剛金剛咧有所謂嘅不動不壞嘅呢個象徵理體所以存在真理呢個係不動不壞嘅真理啊嘛所以金剛有時象徵咗係理體，因為係不壞，一切存在嘅都係同一個源頭嚟噶啦，所以都有呢個真理噶，所以你知道唔知都一樣噶啦，都平等。最重要咧，金剛能斷，金剛係個古代所謂天帝因陀羅嘅一個神兵利器能夠破滅一切嘅所以呢個咧就叫能斷，就叫智勇所以呢個咧一個咧就係觀想波羅蜜我哋嘅觀想力觀想即係觀照觀照波羅蜜就等於我哋嘅智用所以叫體用咁所以呢個我哋用金剛咧已經象徵埋般若嘅能斷同埋個般若嘅不壞噶啦，所以係一體兩面咁你唔使問兩個金剛相碰會點樣噶啦呢個叫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啦因為大家都不壞嘅，大家都能斷對方嘅咁點咁呢個咧就係叫咩其血玄黃龍戰於野，其血玄黃大家知唔知道坤卦因為兩個擁有最強嘅宗教嘅生命力嘅正道者，兩個互相碰撞嘅話咧，係玩場遊戲嘅啫即係玩一場遊戲我又唔敗，你又唔敗，其血玄黃咁呢個咧就係古代係有嘅大家正道者哋互相成就對方咁因為透過我同你嘅辯論咧，於是我嘅弟子又更加了解我嘅法，你嘅弟子又更加了解你嘅法呢個就係所謂嘅雲子正覺同埋呢個大慧禪師中國所謂嘅臨濟宗同埋曹洞宗呢個係最好玩嘅兩大禪師嘅玩場遊戲咁呢個所謂嘅大慧禪師咧就不斷地鬧呢個雲子正覺禪師叫密照邪禪咁咧就鬧得好啷禮嘅咧，咁最後咧呢個所謂嘅雲子正覺禪師咧就揾呢個大慧幫佢寫嗰個墓誌當我揾邊個做墓誌咧，其實個就係我真正傳人，真正我嘅傳人真正我嘅心印嘅傳承。咁所以兩個大師咧遊戲一場咁
等於日本嘅雲法大師同埋最澄咁啊最澄同雲法大師咧，大家又互相寫文章，互相喺度辯論噶嘛嚇。咁啊，其實所以令到呢個天台物咧都係千年不敗嘅。即係亦都係好多方法係將呢個妙法蓮花天台宗嘅道理説得圓融，咁啊更加將真言宗嘅道理説得圓融啊。咁所以兩者咧其實都有好多著作㗎，同埋兩者嘅對話咧都係好出名。咁所以呢個咧亦都係叫做咩？兩個大師係互相成就對方啦嚇。咁啊呢個咧就稱之為兩個嘭兩個去碰撞嘅時間產生咩效果啦？所以當兩個攞住金剛人碰撞咧。呢個咧就叫龍戰於野，其血玄黃。咁所以咧，其實呢個十字軍東征咧真係都好麻煩啊！因為咧嗰陣時基督教打天主教，咁咧成日大家都你要開彌撒，我就開場呢個開場呢個唔叫法會嗰啲叫咩咧？嗰啲叫咩啊？個破例。嗰啲團契嗰啲叫咩？嗰啲聚會啊！我又求耶穌，我又求上帝，你又求耶穌你又求上帝，所以阿老豆真係兩面都係嘅，手掌又手背又肉，算啦，有得佢自己打下啦。最後天主教同基督教分庭抗禮啦。我細個嘅時間，我就同大家講先，我細個時間咧，天主教講基督教係異端啊！嗰陣時我哋啲牧師咧都修士教我哋舞蹈班啊嘛，跟住咧。有啲所謂耶和華見證人嗰啲守望台嗰啲咧，有啲聚會咁我哋行出嚟一定俾人勾召噶啦。我去一兩次嘅聚會，我問，佢哋調翻轉話天主教係異端啊。咁所以我都嗰時拗晒頭，佢哋邊隻係異端啊？睇下呢兩隻嘢啊嘛。因為點解咧？就話佢係墮落咗即係嗰啲基督教就話呢個天主教墮落咗啦所以而家變成異端。天主教就話基督教咧係即係唔係有唔係由神嘅嗰個鎖匙嘅。我哋叫咩聖 Peter 跟住聖 Paul 呢個鎖匙一代代傳落去嘛，教宗啊嘛，教宗不能錯啊嘛。天主教信仰有一個教條，個教宗不能錯㗎，教宗不能錯呢個咧，我覺得好奇怪，教宗不能錯，教宗不能錯，因為佢代表咗神嘅。OK， 好啦，咁我哋都信過教宗不能錯㗎，你知道我哋幾純情啊！有本叫《天主教的信仰》嘅書嘅，咁啊到而家都應該都有，係個宗教進行者。宗教進行者係呢個中環有個叫宗教進行者都係幾特別嘅，嗰度真係好奇怪，嗰個地方好奇怪啊！其實應該喺翻天主教總堂度開翻個正式嘅 office，又唔應該喺宗教進行者。But anyway， 咁啊唔緊要啦。翻話說回來啦，所以咧兩個擁有神力嘅人互相比拼你唔好問我最後結果啦。呢個咧都係遊戲一場咁啊。到最後先知道原來異端者就係異性咁解嘅。你問男嘅女嘅就異性，你問女嘅男就異性，所以原來異端者係異性。咁所以原來冇所謂，都一樣。咁所以咧兩面都啱。原來最後我兩面都冇信到冇辦法啦。不過係我哋投入咗天主教信仰好多年嘅。翻轉頭啦去邊度啊？而家我智慧金剛壞一切眾生嘅見山所以破一切能斷因為咁眾生嘅見山即係我哋嘅人嘅偏見，好似大山啊嘛，好似一座大山，所以叫眾生嘅見山每個人心裏邊嘅偏見好似一座大山呢句告白好曾經何時風魔時嘅咧？因為呢個叫咩丁公炮係呢個哪吒三哪吒二嗰套動畫咧變成全球5大之一，最受歡迎、票房最高嘅電影之一咁其中一句好出色嘅、好深刻嘅對白，除咗咩我命由我不由天之外咧，就係呢個所謂嘅人心裏邊嘅成見，好似一座大山就係咁嚟升智慧日輪，破一切眾生痴暗，皆令歡喜成一切子。又出等眾生界嘅種種新雲普藝一切眾生之前，隨其所應，以種種言辭而為說法咁呢個咧咁說法㗎啦咁你需要咩藥，我派咩藥。知就係一念你派咩？所以我哋講咩經咁所以咧就
我哋收一本正經，一本我哋嘅根本經，我哋説唔同嘅經啊。呢個點解啊？因為呢個咧就係眾生有唔同嘅需要，我哋講唔同嘅經啦嚇。咁啊，所以呢個真係叫我佛慈悲啊。其實食肆咧，即係好多唔同嘅菜式嘅，有人中意食辣，有人唔中意食辣啊。咁啊，所以有人中意食麥當勞，有人又唔中意食麥當勞，中意食 Five Guys 啊。咁啊，都平等嚇。咁所以呢個都一樣噶啦嚇。你有唔同嘅説法，所以叫智波羅。方便波羅蜜先啊，方便呢個多咗，呢個多咗已經可以刪嘅。我可以教佢刪咗，不過冇時間教佢刪啊。方便波羅蜜先嘅成就啊，所以呢個叫方便，講清楚個方法啊，再説唔同嘅法咁解，呢個方便波羅蜜先啊。咁啊，所以呢個我哋繼續睇啦嚇。稱讚一切諸如來海，觀察一切諸sorry 下一個隨其所應，以種種言辭而為説法啊。或説世間神通福力人天成啊，或説三界皆可報，呢個係小乘啊。令其不作世間業行，離三界處出見稠林，即係出離生死啊。或為稱讚一切智道，令其超越二乘之地。呢個就去到所謂嘅菩薩乘啦。或為演説不生不死不住涅槃，令其不着有為無為。呢個咧就已經去到佛乘嘅啦。或為演説住於天宮乃至道場，令其因樂發菩提意，如是方便教化眾生，皆令究竟得一切智。所以方便法門。呢個方便係方便法門，即係方法啊。所以咧忍波羅蜜就好啲嘅，忍辱咧就變咗係完全收窄，同埋根本上意義上面係偏差咗嘅。方便咧今年變成方便面啊，行個方便啦，即係好似算啦，隻眼開隻眼閉啦。呢個叫方便，呢個所以今天就係呢個方便出下流，真係麻煩啦。因為大家解錯咗方便咁解嘅，其實方便唔會耐唔出下流㗎嚇。咁慈悲出生禍害啊嘛，方便出下流。慈悲又唔會生禍害嘅本來，不過大家解錯咗之後就變咗爛好人啊嘛嚇。咁啊姑息養奸啊，跟住隻眼開隻眼閉啊，所以慈悲出生禍害出方便出下流。不過今天咧呢個方便叫做方便，即係方便法門，即係方法。其實比較好叫方法會好啲，好過叫方便。咁教化眾生，皆令究竟得一切智。最後咧都要令到眾生得智。不過咧我又唔知你要咩智，所以加埋叫一切智係嘛？教對方成為專科。不過我又唔知你係應該屬於邊個專科，所以叫一切專科係嘛？所以呢間叫大學。呢間大學咧就係叫做咩啊？比較歷史好長久嘅，所以有唔同嘅學科個學科好完整嘅，都係訓練好多嘅專才出嚟咁所以就咁解。好啦，又出一切世間微塵數身雲，普藝一切眾生之前，念念中是普賢菩薩一切行願。呢個叫願波羅蜜所有嘢都係願翻嚟嘅話咧，人生會容易好多嘅所以唔會怨先嘅。跟住我先定喺光明裏邊，勇敢定喺光明裏邊，以創造神變加持念念中是清淨大願，充滿法界。充法界嘅意思即係話咧冇 exceptional 嘅所有嘅時空都可以喺我哋人生會遇上念念中是嚴淨一切世界海，念念中供養一切如來海，念念中是入一切法門海，念念中是入一切世界海微塵數世界海，念念中是於一切剎盡未來劫清淨修行一切智道。呢度講念念中入一切世界、一切時空、一切嘅國度咁所以呢個咧就係因為點解係緣翻嚟嘅，所以都平等念念中是入一切世界海微塵數世界海，念念中是一切剎未來劫清淨修行一切智道，念念中是入如來力如來力都係展現真理嘅力量。念念中是入一切三世方便海，過去現在未來嘅方便念念中是往一切剎現種種神通變化，念念中是諸菩薩一切行願，令一切眾生住一切智，如是所作行無休息咁呢個大願又出一切眾生心數所生雲心數即係我哋嘅對
我哋嘅世界啊，呢個叫平等流出嘅啦啊。咁啊，心王心數，心王就主體，心數或者心所咧就客體世界啊。咁啊，普藝一切眾生之前說，諸菩薩集一切智助道之法，無邊際力求一切智，不破壞力啊！呢個講力嘅啦嚇，力啊，力波羅蜜啊。咁呢個力咧嚇，我哋最早期出嚟講幾時咧？力啊，所以啊，最後修行咧又講力啊，講一種所謂嘅精進啊，精進係一種力嚟嘅嚇。講呢個定力啊，定係一種力嚟嘅啊，大雄力呢個係力嚟嘅嚇。甚至係我哋講智力啊，能夠我哋嘅一念智能夠產生馬上啊生起呢種所謂神變啊，呢個都係一種力啊。咁所以無窮盡嘅力啊，咁啊修無上行不退轉力啊，所以我哋唔會退轉嘅，無間斷力啊，所以念念相續嘅。於生死海無掩着力啊，所以我哋唔會因為眼前嘅世界係污穢咧，我哋自己心裏邊咧就開始動搖啊。啊，呢個咧就係一種好強嘅信仰嘅力啊。咁啊，最重要咧，大家知道啊，同理心係可以有同理心，即係話咧，我哋有一種所謂嘅悲天憫人啊，甚至我哋啊立志就係我哋既然喺同一個世界嘅話，啊，我示範超越，然後令到大家都超越啦。呢個同理心，共情係呢件事，共情即係話咧，開始我成日都變成你啊，開始啊跌咗落去你嘅世界，係咪？嗰時我見到一啲身邊嘅朋友啊，好苦啊，點，我成日都開始投影咗啊，共情嘅意思就係開始有個共振啊，自己都喺呢種嘅波頻裏邊啊，慢慢自己啊跌咗落去同一個人生啊，背負咗對方嘅業力。本來你冇呢個業力嘅，本來你係冇即係唔需要孭住呢個業力啊，本來你唔需要孭住呢個債，唔需要孭住呢一種嘅幽暗嘅。但係咧，因為我哋太過共情啦啊，即係太過投入啊，於是咧我哋就孭咗對方嘅人生啦，孭咗對方嘅人生，何苦來啊？咁啊，曾幾何時我同大家講過啦，嗰陣時我有個朋友啊，好聰明嘅朋友，佢咧失驚無神，個女朋友同佢分手，原因就係佢朋友嘅閨蜜結婚嘅時間，失驚無神嘅男仔咧就啊，即係唔再結，即係搞緊結婚嘅時候，忽然之間 retreat 啊，即係攤後啊，跟住另一個閨蜜咧就個男朋友咧就有個外遇先算啦，或者佢個結咗婚嘅老公嚟嘅，個老公咧就點，於是佢就唔再信愛情，所以咧就要同我個 buddy 咧，即係我 good friend 咧就 say goodbye。咁當其時我 good friend 揾求救嘛，佢覺得我幫佢批個名啊，咁所以你批完個名就冇事啦，又結埋婚啦，生埋小朋友啊，咁樣 OK 啦嚇。咁啊男嘅咩公主王子快樂地生活在一起啦。不過我所講嘅就係話咧，我哋呢個叫共情嘅，因為太過閨蜜呢樣嘢咧真係好難搞嘅，閨蜜係可以好密噶嘛。所以其實有閨蜜咧，其實我覺得係一個壞事嚟嘅。啊，我哋過程中有 good buddy 係 OK 嘅，但係之後咧唔應該變成閨蜜嘅。閨蜜嘅意思即係話咧，我哋大家係叫生命共同體。啊，所以咧，你一墮落嘅，你一經歷呢種苦咧，我同你共情咗。咁你嘅閨蜜好勁就好啦。萬一你嘅閨蜜係一啲啊唔知點解啊，總之要講晒啦。閨蜜呢樣嘢真係好難理解嘅。咁啊，異性閨蜜淨係死路一條啊！我就係呢個係咧，其實係犯天條㗎，最犯天條。啊，女士或者個男閨蜜啊，男士有個女閨蜜呢啲咧，啊呢啲就真係叫做即係男士有個女嘅兄弟。當你兄弟，女士有個男閨蜜呢啲咧，就真係呢啲碰都唔好掂碰啦！呢啲人生即係呢啲女士或者男士，你唔好追啦，否則嘅話咧，真係啊自尋短見啊！真係係咪啊？對喎，新一代唔係我哋有啲咩？我睇得我哋拍得平多咧，都有一啲咁嘅大佬啊！咩人嚟㗎你啊？即係搞即係搞人生咁混亂啊！真係冇好處。不過我哋講力啊，講力，所以啊共情呢樣嘢唔需要嘅啊，同體大悲又可以有嘅啊。大悲意思係我已經喺一種所謂願力裏邊啊嘛，我哋一種所謂最不動搖嘅光明嘅一種境界裏邊啊嘛，所以我先同其苦拔其苦啊嘛。咁所以我示範超越嘅，而唔係同你共情咗你嘅處境，變成你嘅世界，你嘅人生變成我嘅人生，你嘅絕望變成我人生，我嘅絕望何苦來？咁有時咧，我哋有投影咗咧，譬如我哋自己父母咧，都會有一種咁嘅比較容易都有共情嘅，即係譬如我哋父母所經歷嘅人生啊，有時婚姻咯，所以點解我其實可以嘅話就可以唔離就唔離啦，可以相愛就相愛啦，因為呢個咧影響小朋友點樣睇婚姻嘅。同埋呢個係潛意識啊嘛，潛移默化共情咗。
咁啊可以唔退化就唔退化，可以唔老人痴呆唔老人痴呆啦。因為啲小朋友都會驚，父母老人痴呆，姊妹都係老人痴呆咧，所以大家咧日理萬機啊，冇日理萬機嚟呢度修行啊，嚟呢度上下堂啊。我哋試下大家學習用到 Word 自己 generate 啲好嘅 PowerPoint。喂，老師我個好過你咁啊大家啟動啊，多啲嘅我哋叫咩人生嘅叫永遠都仲有新嘅學習啊，新嘅任務咧就會好好多啊。最重要咧每天記住食2隻雞蛋。連蛋黃啊！呢個咧冇辦法啦。以前我嘅阿媽啊，給阿媽情緒嘅阿媽啊，我嘅阿嫲咧，佢每天咧食3隻雞蛋嘅，原來唔係2隻添啊！佢最近同我屋企啊，我哋屋企嘅我家姐講起，佢每天食3隻雞蛋，咁咧就連蛋黃食嘅當然啊，所以去到走嘅時候都好精靈嘅。咁啊，所以喺呢個都幾好啊！咁所以每天記住食雞蛋連蛋黃食啊，咁啊冇事嘅。好多食物嘅膽固醇係遠遠多過雞蛋黃嘅，其實雞蛋黃真係好有益嘅咧。Anyway， 所以呢個咧就係我哋所謂嘅力啊，無窮盡力修無上行不退轉力，無間斷力於生死海無掩著力。呢個無掩著力好重要啊！能破一切諸魔眾力所以心魔啊，我哋好多心魔嘅。遠離一切煩惱垢力所以我哋充滿咗人世間咧遇到障礙成咧我哋咧就覺得自己污染咗，即係忘記咗係從光明中來對呢個本尊法咧動搖能破一切業障山力業障即係人生咧有時我哋係一種所謂嘅眾緣共業嘅世界裏邊咁我哋都係超強嘅念力定力先能夠過關嘅。咁譬如我哋講而家人工智能係一個好強大嘅眾緣共業嘅東西嚟緊嘅，咁所以大家咧就知道一個好強大嘅世界真係要變嘅，世界真係要變㗎啦咁呢個變化咧真係出乎我哋所想像嘅。咁變得嚟咧，大家記住要學好功夫唔好搞一個禁毒嘅女團出嚟其實呢個咧真係有時真係佢哋真係好勤力因為其實本來唔關佢事㗎不過咧就響應香港政府呼籲係嘛？人工智能教室又有啦，咁咧就大家喺戒毒日整個短片出嚟幾好啊！個短片真係拍得幾好前半部真係幾好啊，又好睇喎係嘛？我叫咩？我叫咩可我叫丁呢個咩叫做乜嘢真係幾好㗎咁又帶你上太空冇晒煩惱真係頭嗰半部睇真係幾開心Anyway， 睇完之後大家都想試。本來咧就係即係本來所講，你揾個識做人工智能嘅之餘咧，都要揾翻個識做宣傳嘅。你可能夠將呢個美女代表毒品咁 happy 啲年輕人睇咗之後真係好開心嘅咧。再加埋譬如帶埋嗰啲喺西方嗰啲國家唔係禁止噶嘛。咁所以大家都想試下咁滯真係係嘛？香港點解咁大麻咧？咁大家咧就可以冇咗煩惱你話聽可以忘記煩惱好似神仙一樣咁真係不過好在香港 anyway 咁本來係啱嘅咁後期其實最大問題咧就係我覺得 discrimination 叫乜嘢點解肉酸嘅係男性，優美嘅女士咧？呢個係對男士嘅即係變咗好醜樣嗰啲咧係男士㗎嘛。所以呢個咧，我覺得咧，其實反為個重點咧就係男女唔平等呢個咧有涉及到呢個即係叫咩侮辱男性之義不過咧二線創作好勁今天喺網上面真係好開心好多二線創作話說回來呢個咧其實本來呢種改革同埋勇於嘗試係好嘅，不過今次一個咁嘅 case 咧，起碼嗰個把關嗰個咧。其實我哋宣傳禁毒應該都有一個態度嘅即係不能夠即係將佢歌頌得太美麗。跟住雖然佢個邏輯係啱，好美麗，跟住最入邊好污穢。不過污穢嗰段好短啊嘛，美麗段好長啊嘛。咁污穢嗰段啲人就唔睇啦嘛。咁所以咧，再加埋佢啲口號真係令人非常之吸引仲有生果味添個可真係聽完之後我都覺得哇應該試下咁反正呢個咧就係所謂嘅
遠離一切煩惱垢力啊，能破一切業障山力。呢、這個業障山力唔簡單㗎嚇。住一切劫，修大悲行，無疲倦力。咁銀行系統不嬲咧，就最重要嘅，亦都唔會出錯嘅。今天啊，失驚無神幫你自動轉去2次，呢個真係死罪嘅。你其實照計嘅證監銀行嘅監管嘅團隊應該要了解到佢最後發生咩事嘅。呢個係好兇險嘅，冇可能出呢個錯，應該寫翻個報告嘅。甚至係對係俾人 hack 咗，還是你個系統之後點解你會出現呢個錯？跟住最戇居啊，佢 PR 真係想死咁滯，叫啲人自己追討。點追討啊？間公司而家都係人工智能，都冇人同你講嘢。仲要係而家佢話銀行仲出嚟話追討啊，佢仲大鑊，都唔知點追討。點討啊？呢啲銀行對住唔同嘅人俾咗做咗呢個自動轉帳，由銀行去又 approach佢哋，下一期唔俾錢你啊！咁但係有啲唔係咩叫嗱㗎嘛，啲係波動㗎嘛，譬如自動電費啊、水費啊，嗰個波粒幾難啊！要寫個 software 嚟做呢樣幾難啊！所以成件事咧風險啊，最大問題就係會唔會其他銀行都有機會出現呢啲亂子，因為銀行系統係唔可以錯㗎，因為而家全部電子㗎嘛，唔再有紙張㗎嘛。咁呢個咧，唉，呢個真係不過好似大家都當冇事咁樣喎 ，OK 啦。其實呢個風險係唔知咩人搞錯。點解錯？因為從 IT 嘅角度嚟講，呢個係唔會錯嘅。你已經係做開嘢，就算你轉 system 咧，你係 parallel run 啊、testing 啊，你係好嚴謹。銀行系統不嬲都 launch 一個新 version 之前好嚴謹嘅，呢個係冇可能犯錯嘅。唔知搞咩？跟住話追銀行代追討啊，唔知你點追啊？呢個複雜程度係遠超過想像。你先入俾我套你，我俾翻你，我嘅系統都要同你銜接啊！喂，我收咗錢之後點樣俾退翻俾你？呢個都係複雜啊！咩啊？唔係你銀行複雜，連我都複雜啊！咩？每個係銀行，每個公司系統有佢嘅 governance、regulation、guideline 啊，好多嘢要嗰啲 auditing、accounting， 你俾錯錢，我要褪翻俾你，呢個都係又係一個手續，但係哎呀複雜，佢講複雜。算吧啦，唔知點算啊！我諗起頭大啊，好在我唔喺呢間銀行做 IT， 亦都好在大家冇懷疑到逼迫呢個銀行要解釋點解犯錯，即係嗰個咩啊？銀監會有冇叫佢寫翻個報告啊？渣打啊嘛，自動轉轉啊嘛 ，double 咗啊嘛，重複轉到2次帳啊，自動轉帳，到底係有幾多個人受影響啊？呢啲係咪要解？係咪要解釋啊？係咪講清楚咩啊？公司轉你都要話俾我知，你轉多俾我㗎。有啲公司適應你先得㗎。係啊。係咁，你幾時轉翻俾你？轉咗俾啊？咁咪要轉翻俾佢咯，即係我知，但係轉哦。俾多錢嘅。細數唔係，我知一啲簡單嘅公司人手操作嘅可以啦。有啲大公司唔係人手操作㗎嘛，啲系統。公營機構係啊，大機構係好難人手操作嘅，係要系統嚟做㗎嘛。我唔係逐個 case 嚟有人手幫你搞㗎嘛。好多大機構唔係咁多人嘅啫。而家 finance 因為已經 FIS system 好 ，FIS system 係 finance information system 好健全㗎嘛。我得閒同你逐隻 case short list 係邊間銀行嚟，跟住逐個 case 睇翻啲錢，個個都要 step 啊，個個都要 programming 啊，個個都唔會搞錯啊。嗰個 step 都要有人去做，有人去 audit，唔會有犯錯啊嘛。你而家令到我要做嘢喎，我係一個大機構，話小公司嘅冇問題啦。你令我大機構要配合你做嘢，呢個我又唔做住啊。我明嘛？咩話？得嗰啲銀行咪做扣咯，你慢慢扣啊。我係唔會，我扣嘅話你都要俾翻我。做到行多個 batch 啦。係呢個應該呢個 auto 未嘅，呢個唔應該出現嘅。不過你使咗有唔使還嘅。因為講晒呢個咧，呢個好在唔係渣打，又唔係大機構，我所以唔需要幫啲人追討錢，又唔需要還錢俾人。啊，如果唔係真係大件事啊！細公司容易做，攤翻啲錢；大公司啲系統又要搞一輪。因為我知 IT 所以知道佢個風險啊，背後呢個錯背後喺冰山一角嘛，唔知有冇其他呢個先係問題嘛。
銀行系統係一個好 serious、好嚴格嘅系統嚟㗎，唔應該出啲咁嘅錯。佢講晒。咁好啊！如果轉向3蚊咪有，我知如果轉向隻3蚊雞嘅話，100倍回報。揾錢嚟冚人個口啊！先，而家等你慢慢幫你追討。係啊，開錢好大㗎。同埋我唔知你幾時真係幫你追討到嘛？主要係細公司會容易啲快追到嘅，不過細公司但係都唔好財到光棍手。哎呀，唔好講銀行啲嘢啫，住啦喺銀行。總之因為我就所以知道呢啲系統唔應該出呢個錯。第二件事係要追討都好複雜，因為你涉及到唔係銀行一個系統，而係其他公司嘅 FIS 嘅 finance 嘅 accounting 嘅系統。哎呀！所以啊，咁啊住一切劫修大悲行無疲倦力啊，震動一切諸佛國土，令一切眾生生歡喜力啊，能破一切諸外道力。咁啊，普於世間轉法輪力啊，以如是等方便成熟，令諸眾生至一切止，又係令佢去到至波羅蜜㗎嚇。咁所以呢個力啦，跟住去到咧就至波羅蜜啦啊，又出等一切眾生，心數無量變化色身雲，普藝十方無量世界隨眾生心啊，演說一切菩薩智行嗱，即係菩薩無非就叫智行啊，呢個叫一念行，或者叫常行直心啊，直心是道場啊。所謂入一切眾生界海智，說一切眾生心海智嗱。記住大家所謂點解會定係一專或者一個修行裏邊咧？呢個咧係我哋心靈深處嘅呼喚嚟㗎嚇。否則嘅話咧，我哋又唔會愛上呢個咁樣嘅我哋叫咩啊？生命境界。我哋擁有呢個生命境界嘅話咧，我人生可以超越。所以呢個咧係心靈深處嘅呼喚啊！所以啊，其實啦，我哋只係喚醒翻我哋自己本來有嘅，我哋嘅本有嘅至尊至上，所以叫本尊法咁解嘅。本有嘅喺我哋心靈嘅深處咧，呢個係至尊至上嘅生命力。我哋能夠活現到呢個菩薩嘅生命力，我依個人生嘅故事咧就如虎添翼，就能夠擁有咗所謂世界成就。咁所以咧呢個咧都係好強大嘅一個東西啊！説入一切眾生根海智，説入一切眾生，所以回歸翻我哋根海啊！説入一切眾生嘅行海智，行啊！我哋嘅所謂嘅每一生都呢個行，即係所謂嘅我哋叫做第七識啦嚇。咁啊，每一期人生都重新創造一次啊，因為七識重新創造嘅每次都嚇。呢個係《楞伽經》所講。説度一切眾生未曾失時止嚇。咁啊，説出一切法界音聲智啊，能夠善説法嘅。説念念遍一切法海法界海智，説念念知一切世界海懷智啊，説念念知一切世界海成住莊嚴差別智，説念念自在親近供養一切如來聽受啊法輪智。所以反正你係咩角色，你又需要乜嘢智，我哋俾咩智你啦嚇。咁啊，是如是至波羅蜜啊，令諸眾生皆大歡喜，調暢息悅啊，其心清淨，身決定解，求一切智，無有退轉。如是說菩薩諸波羅蜜成熟眾生，如是宣說一切菩薩種種行法而為利益啊！呢個咧就係講緊如是嘅事啦，如來即是啊。咁啊，於是咧就講啊，出現咗無數嘅眾生雲咧，就喺呢個色界天界，就之前嗰幾章，係所以之前幾章用呢張次序倒轉咗嘅。咁我哋就下回分解啦。之前幾章咧就大家睇翻啦嚇。咁於是咧就有唔同嘅界別出現啦。咁呢個咧就出現咗喺天人界啊、八部鬼神界啊各自嘅界別入邊咧，就講唔同嘅藥，就唔同嘅對治，就最後唔同嘅目標先算啦嚇。咁呢個咧我哋下回分解嚇。好，有冇特別想問上次啊？再跳兩幅跳兩幅下，冇錯，頭先呢幅上翻嗱，呢個咧都幾好㗎嚇。呢個咧就係新語意咧，佢個語音
跟住呢個義咧就係一個大悲堅固心咧，用一條咁嘅石嘅柱啊，呢個幾好啊！我哋心裏邊有個大悲堅固心就係嗰個義輪啊嚇。咁所以啊，呢個義輪啊，身就係不斷地轉去唔同嘅角色啊，所以身輪先講唔同嘅自然啊嚇，唔同嘅世界啊。咁啊，所以千變萬化，最終嘅咧語輪咪義輪啊。咁呢個咧，我覺得呢幅圖都幾好啊。呢幅圖咧都幾尤其是呢幅啊，呢幅都有一種啊，大家睇到之後就覺得啊，我哋係咪心裏邊有把好強嘅啊不壞嘅能斷嘅呢個咁樣嘅啊三味耶形啊，一把寶劍，似唔似啊冥王劍嗰度似啊？好啦，我哋今日咧就到此為止，我哋後邊分解埋下半部，因為咧其實跟住咧呢個所謂嘅啊，我哋叫啊喜木啊嘅呢個夜神咧。跟住就講佢自己啊，無量劫都係重新回歸，又回歸，又回歸啊！咁所以啊，下回分解。咁啊，星期一咧，我哋冇堂嘅，因為咧，我哋結完觀禮之後咧，我哋照翻往常嘅慣例咧，我哋都要唞一晚。所以下個禮拜一咧，我哋冇堂嘅，因為我哋有個歸依結緣啊。咁所以如果大家要聽經嘅話咧，唯有星期四嚟啦啊！今個星期四、下星期四都有堂㗎，下個禮拜一咧暫停一節。咁咧就係咁樣啦。好，我哋今日到此為止。有冇特別想問想知嘅？好，唔好話咧，多謝大家，阿彌陀佛。